啦，講有台北台南台東啦，有台市我唔知啦。我唔知有詩嘅咋，我是攞一攞。東南地有詩要背嘅嘛。我頭先聽到你度，不，有詩北南，嘛是迄個京嘛是想，你有聽到東京、北京、南京，你有聽過西京嘅哦？冇嚇，冇嘅喎。一試就落海啊咯，一試落去，一試就落海嘅就。嚇，有咩？落海啊？冇。OK，start 啦 ，YouTube 出啦 ，YouTube 拎出嚟咩？冇看到。YouTube 拎出啦。我看到。哎呀 shit！ 我 set private 喎，等我。是我冇看到你。我未記 set 等我看我係 set 即係哦。你 private 睇之前看。I'm trying to set OK。public。喲，我同你講啊 ，test 啊，冇整個冇 test 呢，咁配。係啊。OK，public 啊。test 啊，揸機困啊，頭先。public 啊。test 落估啊，都講。OK。我唔使啊。OK，我當見為做咩 ？OK，等陣แล้ว我ไป start 啦。OK，我 start 啦music， 等陣。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來到嚟收聽邊嚟Hokkien，咁我被 focus。邊嚟Hokkien被 focus。邊嚟Hokkien嚟接吧，這個禮拜咧好笑，那個聽到我係聲，好笑嘅聲，我數我係笑聲。阿婆喺邊？แล้ว下面邊？婆婆喺邊？阿婆啊，婆婆喺，就是婆啊，婆婆喺邊？裏邊婆婆啊，笑了嘛？笑是婆咩？笑白食嘅。嚇，我老人笑係咯，見笑silver 淡薄啊。แล้วก็我嘅clubhouse 入邊有淡薄是無人嘅，當今硬50分鐘後硬拖人出來。唔是 Clubhouse，Google Hangout，Google Hangout，唔是 Google Hangout，Google Meet，Google Meet，奇怪喎，而且這人20幾人 sign up 啊，完全冇人嚟喎，空人嚟喎 ，Google Meet。I think是 maybe 係 Monterey upgrade because 我baru ka upgrade 了 ，maybe sa utan silu upgrade 嚟 browser software 了，也未見冇啱咪就。我唔知奇怪咯，但係你考別有幾件事俾阿Asam Laksa㗎，我係問呀，有到啲 clubhouse 嚟去吹 clubhouse，看 clubhouse 是 clubhouse。啊，冇你特別 personally send email 去學隔離人咯，講就即係。有啊，我已經 send 了。我已經 send 了，แล้ว特別我冇收到誒。because you register after 我 send。OK。แล้วก็特別Asam Laksa 係。我今日你假如你 personally 假如嘅 email 嚇，你是用睇係你 email click 掉還是 the Eventbrite 嘅 email 都 click？ 我 because 我 usually 收啲我 iCalendar 咧，我 click 我 iCalendar 咧，我直接咧嘛，直到尾，所以我去你 email 唔是你不見住你 email， 哎呀 ，OK， email แล้วอันนี้ลองเสร็จบรรลุกันลองเสร็จจิบ哦，但係嗰時我未開始就係嘢，然之後係啲 Eventbrite，我就係啲 email 嚟。喲，我講個聽到你啵聲 ，anyway， 一杜蘭，啊，等陣我介紹我媽，我媽是到啲 clubhouse 入邊，佢哋我媽 Mary。哦 ，Mary， 我媽就是個聽Asam Laksa 啊，Asam Laksa 是我媽嘅 fan 嚟，唔是我媽是Asam Laksa 嘅 fan 嚟。好聲啊 ！Thank you。嘛，我等陣咧個有講過個有男仔啦，我 clubhouse regular 啦，男仔啦 ，Hello， 男仔個有小寶啦 ，Hello， 阿玲啊 ，Hello， 金培啊 ，Hello， 趙西 ，Hello， แล้วก็วันมา Hello， วันมา一對啲。วันมาไอ้บุคคลในปีนี้ก็บ่ได้กินไอ้คนในปีนี้สิกินแล้ว等陣即係禮拜有經網是被講Kau-jiong，被講Kau-jiong呢對老人食Kau-jiong呢，
伊等陣我知講阿三lak沙加我媽是教Kau-jiong，特別我唔知講別人有人Kau-jiong哦，讓別人這邊轉有Kau-jiong。除了我媽。即係成家看唔見。哦，啊，即係唔是我做嘅，呢是我係哥做嘅。啊哈，對對。 Amigurumi， 係咪 guru？ Amigurumi。哦，哎呀，特別我媽未看到。哦，我媽唔要見到，免問佢可以看到，我直頭爆炸氣，佢哋咩嘅？我媽有介紹英好啊，我媽介我冇紹英。教嘅，咪我冇教嘅，你問？我冇教嘅。哦，對對對，等，哦，這是咩 guru 嘅嘛 ？guru。 Amigurumi。哦，啊，真係被 focus 啊。哦，amigurumi 是意思是講係咪以 crochet 嘅binatang嚇？啊，伊是日本人嘅話。啊，來阿玲來ami 嘅 gurumi 是咩意思？amigurumi 是咩意思？日本人話。袂曉。誒，話老師可能教這種嘅眼光啦。對哈，我可唔可以 check 過先？當今是興教咧binatang咯。你冇上嘛？我媽咪是有教，我確定教學人看嘅時候，所以我每人，誒別人冇啊 ，clubhouse 人還是。我有 try 過，我是很做咩是特別白啦，你白啊，係咪做白係咪做白我冇裝嘅心，你無心嚇對，你無咧心情嚇。啊，白啊，定乜嘢人嘛？係咪做？係咪做？你講下做咩做白？幫電視機嘛，定乜嘢人？較濟。哦，啊，係咪？冚電視機。伊現在這配段啊，冚咗電視機對唔對啊？冚電視機啦，冚 radio，哈哈哈！媽咪你捌教過哦？罐啊，啲興嘢啊！啊，吊罐水罐，你是不是行你罐水罐入去入面？你就阿龍阿蕉。有啦。嚇！你行你就係人哋特步位係罐水罐啊，特步位係罐水罐，你咪是有迄個一成間一個，你看一定面一地，然後你嘛等啊，一定面一地掛解冚掉，然後你嘛，然後手嘅掉冚靠，所以就膠住你成個隻浪可以低掉，然後就 handle。加等嘅拗sling 啊，哈哈，對，成隻等嘅拗對，แล้วหา膠住你一個咪個可以低掉，對。你媽咪你把膠，你實是把膠我過我記。你記錄，我係嘛，啱啱冇啊嘛。你幾時開始 start 教呢？可能有興趣教呢？係咪嘅？我阿姑少年嘅時，正數個做手工嘅，人做蝦米，我唔愛學。嚇，做我唔做咯。你裝直接 introduce 你裝假路咧，頭死死。你就是有朋友啊，還是成個講。你識別人係咩教？你嘅在嘛？冇間補習部大一去夾度嚟教嘛？你就是你教未基本啦，係啲 friend 啊。你教嘅是 crochet 嚇，係一個尖呢？crochet 冇特別，我未曉看 instruction 嘅喎。哦。我看冊嘅，然後我教，然後我教即個 knitting 嘅，我就是學咯。每人做這是包上面呢上面，我慢慢對一切。特別 crochet 我冇有看。crochet 你唔要看，但我每個阿三laksa沙有看，阿三laksa沙你有看咧。阿三，但係我地方你講嘅是，你安怎 start 嚟裝就這樣介紹你。講啊，你人本來你人定條是會笑啊！你人在講我是未曉做查某做嘅物件，我出國上細漢嘛。แล้ว我教因嘅是啊，我媽啊。是我娘，正教豬，正教雞，正嚟一正阿嬤食啊，伊正隻囡仔，伊做四項物件吼，伊一間買食，一個買食，伊做四項 casserole 啦，spaghetti 啦，roast 啦，蝦米伊做吼，伊囝個了食嘅咗，แล้ว伊特到嫌我嘛，講我蝦米本未曉做，嚟正看衰我啦，แล้ว我嘛正未爽咯。春袂落啦，即個期春袂落。แล้ว我問伊蝦米物件，
伊暑假做袂着，伊甲我讲 crochet 是一项物件，我袂着。Because 我会妈，古早是在 Montreal 啊做迄个车衫，迄个 last minute 车衫，人 fashion show 啊 last minute 咧 model 看入来，人做的啊。哦，伊人规间厝的人真正够做安尼款物件。哦，伊的妈啊，本是讲学着安款的手工，所以伊讲看衰我就对啊。了，伊甲我讲，伊一项爱学袂着，就是 crochet。所以我心底想啊，我若是爱互伊 respect 我咧，我就要做一项物件，伊做袂着的物件。所以我嘛是做 crochet 哦，你是要报仇？我心底想啊，我妈哪会讲规世人互伊看袂起我？所以你无忿气啦，你硬硬，你去死人袂往硬硬要教互你看。我硬硬就要做一项物件，互伊看在讲我是毋是迄种袂 like useless 的人就对啊啦。哦。然后我嘛是，你有甲你翁讲，你翁知哦。我翁只为我嘛，伊嘛会。我就是我甲我翁规只少年时达到上面，就是比较伊嘛会，比较伊有伊嘛会 ，because 伊是伊嘛第三样诶。哦。但是我就去，我先教因是我人只无累诶嘛 ，because 我爹 like 托你关系啊。哈哦。然后我人只无累，我嗰啲讀冊嘛。แล้ว anyway long story short， 我去你 library。反正咱特別阿三laksa 係出來告訴是家己只 episode 特別一個字個講了我話伊告訴。sorry， 我去 library 借嗰啲冊，แล้ว我嘛是借嗰啲冊嚟 crochet 冊啊 crochet 冊嚟學咯。crochet 是一個針啊，一個針嘅。針啦，because 伊講伊未學着 crochet 嘛，แล้ว嘛是去買一個針，買一個環，แล้ว借嗰啲冊嚟看咯。แล้ว我借嗰啲冊是我是借兩三種嚟參加啦。แล้ว我經迄一本我看了第阿個第會明白，會明白嚇。แล้ว我去買迄本，我過去個一塊49鐳，唔知邊去講久啊啦，就係180幾年嘅整嘅。แล้ว我買轉來，แล้ว我咪是講學咯。แล้ว直學，教我會做咧是，我送伊一個 Afghan Christmas 嘅時。接嚟陪單嘅，แล้ว係可以係啲破啲 rocking chair，แล้ว做 Christmas 嘅 color 可以，แล้ว一條車鏡，一種下自己做，แล้ว一梅話安怎學 ，because 一家己愛學安尼久學袂着 ，because 伊是 knitting 嘅，伊是 knitting 一張搞 knit，但是我嘛甲伊講，我講無坎坷啦，我 actually 是去 library 攞嚟冊嚟學啊，哇，伊真正 impress， 學女啊還是學女啊？啊，從迄一日起。伊個是無輸甲我個，特別從迄一日起，伊毋敢講我講啦，袂曉做物件啦，蝦米物件袂曉啊，安尼款物件，伊毋敢講啦。了，我媽咪你講，但係你講你袂曉讀嘢，你安怎學咧？我們是阿姑會曉啦。哦，阿姑會曉，阿姑是我教。crochet 有兩項 language。哦。actually 哦，你讀伊冊是有兩種無相嘅教你嘅method 係點？方法 number one， 伊是用字寫嘅，像伊有甲你講 double crochet in the first stage， 伊是用字嘅，用寫人講話呢款。我嗰一項咧是用 symbol， 寫 shorthand。哦，安個一成個 shape 咩呢？就三角形啊 diamond 係咩呢？對。So I think Mary 講伊袂曉讀 ，I think 是 symbol， 是唔是 symbol？ 哦。I think 我隔了我冇曉看。所以你看你字嘅本袂曉看，你字你看唔知伊講咩意思啊？我看 symbol 咧，because 我係曉嘅時間教我，真 symbol 咧，我無咩會曉像彎角啊。啊是講咩嘅針啊，後邊我會有成日是有圖畫出來喎，係是不是日本呢？我描你喎，我描你描看伊先，我描看。呀，迄個我本是 because 我即個迄個 symbol 是我把路家學着，唔知是兩三年前把路家學着 ，because 我 retire 了嘅時啊，我
退休啦，是我看到 online 啊，真正即水水嘅啥啲 Russia 啦、Japan 啦，然後我是感覺啊 ，symbol 是規世界。哦，像嘅嚇，呢是 universal 嘅。咱是像嘅，呀。So 你知啥人阿嬷啥人拍字古早嘅人去學 shorthand 嘅，做 secretary 嘅 shorthand，呢是差不多是相干嘅。system 啊 ，system 上係 system 啊，即系統。Yeah，because as 你寫字是你寫袂快嘛，你看一個 diagram 呢，你只看呢，你就知。所以當今嘛，我會曉迄個 diagram，了我是硬家己學本咯 ，because 我見 pattern 啊。然後若是講你無學嘅 symbol，你看到正水嘅物件，你袂做嘛？所以若是家己學咯，啲 online 你家己看啦，家己慢慢學安尼啦。上加啲 library 然後 start 到。你學嘅你 pattern 伊是你使你講慢講時候前面往頭殼別去，你成 symbol 你簡單嘅 symbol 成係咪？係咪？你等陣 crochet 是安怎？等你咪講成 basic 性嘅，你未曉啦。我係記講，你只 start 嘅時，你就俾先拍一格嚟看呢，就 start 時。像 crochet。哈哈，來教人啦，個 visual aid。crochet 是在啊，是把哇，一個 demonstration 話哈。YouTube 有兩三項嘅 stitches 呢，你意思講係 combination。啊，冇記到係。crochet 是真正簡單嘅物件，你愛做真正。拍格一本誒 ，OK， 我 explain crochet 是成個煮菜啊，你看啦，你愛煮真正 simple 嘅本誒，簡單嘅本會使食啦，你愛煮真正艱苦嘅本會使食。哦，特別你 knitting 是甲我感覺 knitting 甲艱苦 ，knitting 是上加我感覺上加 baking 啦，你若是鳥物件唔對啊，就差咩？特別OK，你當你使 camera 使係個錄啊，你手入邊係水嘛啊？哈，覺得啦，哈，做你嘛是拍一個格咯，對，是食嘅嘢，你安尼款啊，你做啥一個安尼款嗬，即係錄，即個是你裝喺邊嘅時，你下即個坑落去，你教即個是你裝喺一條啦，然後你夾起來啊，你揾 Q 開按，然後你按翻做開按呀啦，然後你見嘅時啊，你手。劍這條是較สั้嘅咯，แล้ว這條咪是較長嘅咯。你劍了，แล้ว你 control 你 tension 啊，是你手。可能 Q 落按。這邊啦，這裡是人夾度夾關係長人啊，是 crochet 是真正硬嘅。哦，一下夾度啊。because 咱關係夾度咧嘛，แล้ว你夾這裡啊，你安尼款夾這邊會看到，教安尼款這裡物件，你按 Q 邊咯。你做到一個 stitch 咯。但就按照教，你就啲第一期嘅時就啲對面期你頭先講。唔要緊嘅，你頂面教，就是安尼款學硬啦。哦，你冇插你拖到呢度呀？要，你安怎拖都唔要緊嘅。頂面，你頂面拖，第拖不是講嘅，你照規坑就對啊。要呀。你過一坑就對 ，and then crochet one thing 好是咩？像有啲人啊，像一做家正加 complicated 了嘅呀，托夾別了嘅呀。你教安尼款啊，伊個 stitches 會鋪甲懸，你教安尼款伊會鋪甲嘅。特別你 start 嘅時你唔要緊，你若是講你我 OK， 我用上隻阿莫話 sorry 啦嚇，即係是Hokkien話嘅 podcast。你若是 consistent 用上款嘅方法啊，你做出來啊，冇人知。哦 ，as long as 一想你咪換來換去咧，有你鋪，有你記，有你鋪，有你記呢。所以成個我這條啊，我達到啊，我都清掉，哇，你會清掉，這條是一個結構嘅喎。我自己教嘅。哇 ！Sorry，podcast 嘅人，你這 episode 你特別去看 YouTube 啊。Penang Hokkien YouTube.com/Penang Hokkien。你有 blur background，所以 blur 佢話佢哋 background。唔是，伊 focus，I think。冇你 blur background，你等你冚咧，你冚咧 blur background 咧。安怎做你 blur background 啊？水有嘢啥？你去等，安怎 unblur background 嚇？啊，3點，你3點你等，然後你去 set。setting 啊。少嚇。Apply visual effects。Apply visual effects 係 no effects 嚇。OK， 慢啲，我這邊係邊啊？no effect 喲。嚇對。OK，那企下揾看嚇。哇，水哦！這個水哦，這個簡單嘅啦，這個學嘅時啊，你
驚你做物件做無你 tension 無眼無是人看到啊！我叫我教人嘅時候，我講啊，你用安尼款嚟裝啊，無人會看到嘅。哦 ，because busy 啊，伊袂看到講你佔準無準，是唔是？啊，即係我陣咩把你甲做了呢啦。喲，水你看。哇，真係水哦，yes，介水你啊！攞嚟使係 Clubhouse 使係 YouTube 嘅 link 嗰啲地位，攞嚟使去看，攞嚟使嚟去看。我是迄種，你知啦，我直接水哦。我要做 presentation 啊，咪我是好你看你看啦。啊，水。當我係，直接水。嗱，即係看電視機嘅，哦，即係看咧 shoulder 咧。看電視機。可能真係看電視機。我要泡嘛。誒，諗唔到啊！水，誒，即個人教看電視機嘅時，伊 pattern 差唔多像嘅咧，含卡，鎖嚟，這裡 design 只 classic 啦，是啦，特別啊，就是我特登甲人講啦，你若是講有心學啊，你做 crochet 真正 therapeutic 嘅，你心情會真清嘅，你人知講我是啥正，結成嚇。keep 成，才講爛，呀，所以啲咧啊，安尼我嗰陣做工時啊，我都是靠用安尼款物件做我自己嘅心情。你做即個 crochet， 你 start 做起啊，搞個當今做幾年啊？21歲加56歲是幾歲啊？30個年。3個年對。多你看啦。So， 然後你幾做一條衫。嚇，你成講一條衫咧做到幾節嘅做，但是你特特去做。一個啊，3節。哦。快哦！特別我唔敢同人講啦，我是同人講啦。because 是我同人講3節啦，人講我癲。because usually 人啊特別做正久嘅。哦，伊超快啊！你這年了都 experience 啊，都快嘛。Actually， 快冇用嘅喎。嚇！你做嘅時啊 ，because 啊，若是講人愛 start 嘅時啊，我再個經驗，我俾看好亂看，我就俾講解釋啦。你只 start 嘅時，你做硬嘅物件，你做一個 dishcloth。哦。dish cloth 係你洗半碗用嘅。呀，洗半碗切到頂啊！成個你就你愛洗你到頂啊，切到頂啊，你巴tap啊物件，你用之類咯。because 伊未扣着你巴tap了，你我被錯。啊，แล้ว你講時啊，你洗面啊物件個了啊，你免用迄種扣。誒，你線是伊個線是係咪？伊線是將來哦，還是？哦，即係未使你洗嘅來洗。啊，裝梅嘅 question 真係好。教我只教梅物件。Actually， 有影，伊個裝嘅物件，個了無像，即係是100%真正 soft 嘅 cotton 棉花。裝是蝦米？裝是 actually wool。裝是 wool。So 你唔是就大項物件個來 crochet， 唔是將來咯，但係想講教就唔對，咱個叫教線嗰啲。教裝啦，個了是教裝。誒，但我問媽咪，你講 crochet， 你是講咩？你講福建話是講咩？媽咪 crochet 我咪講 crochet 咯。特別你福建話你唔講教裝咩？教衫，你講教衫。嗱，crochet 較濟是用線嚟教嘅啦。啊，對，較散嘅時候。所以成個這類是線，這類是用線啦，這類是用安尼款嘅迄個袋裡嘅線。啊，對，嚇，這是 classic 嘅 captain 嘅，嚇。了，若是講我用這類嚇，你看咧，誒，你做咪是只隻線咯？啊對，我規個房間啊，我算起來唔知700幾個丸啊，700幾丸嘅線。呀，我一到我去迄個 boutique 啊，我按講你厝你房間你 start，because 我早做工我有 home office library 嘛，伊講你 library 會線邊一個點嘅啫，比較濟個，because 一個 boutique 是一個厝爾嘛。
because 我是感覺啦，我嘅身體也無講真好啦，愛去行啊，袂蝦米啊，所以我嘅淚㗎啦是開安款物件。開但係你會認識嘅哦，你會認迄個色嘅哦，你看你色，你就知講是蝦米 number 嘅，你會知嘅。袂 because 上濟 brand。無上 system。無上 system 嘅，伊無上講我減啲嚟啊！等陣啊，tergendala 啫，我要介紹喂特媽馬路來嘅嘉賓I think 成個是英國中馬路接來啊！我聽到波減啲啫，波減啲就啲 clubhouse 英國中歡迎。Hello， 大家好，所以我話淡薄，你講下咩話題？我講Kau-jiong knitting and crocheting。哎呦，你聽嘅 OK，goodbye。太快嘅走。你看這個阿三laksa假人啊，梗係假阿三laksa，你看。that's why 人講伊袂曉，我講只英啊，你安尼看啊，就是一個，你做一個 stitch 就是 chain stitch。哦。呀。所以若是你看 symbol 嚟是啊 chain stitch 啊，是一個圓框。哦 ，OK， 一個 zero 呢，一個圓框就是 chain stitch。OK。แล้ว你 chain 就是代表你掛彎嘅啦。แล้ว你若是曉做 stitch，真濟人啊，伊人無 patience，伊人一下就愛教物件，我甲伊講，你特別 practice 頭先啊無啊，成個人 basic 嚇。你學 ABC 了，你把你個會做字，你做字，你把你個做 sentence， 一步來，就是叫掹車講，一步來。一步來，你若是頭 ABC 做無好啊，你嘅 sentence 啦，你嘅字個了 spelling 個了是過一未用。我哋要緊是你是學安尼款物件先啦，了你免插講你會做物件未做。你做，你咪是做一條線啊？你當然啲教咪是這咪是一條線啊咯。就是我諗，就是叫 foundation chain。若是講你是學迄個 instruction 是用字嘅啊，伊是叫 foundation rope。OK。那若是你讀你 pattern，伊講 foundation chain 啊，你一頭就知講你是按做一條。你落做這尖，伊講做這尖是做長。尖。伊甲你講50，你就做50。有陣時伊是甲你 usually 是啥物一 circle 了邊一個加一個框呢？無，伊是做一個框。了伊做若是講你是一個 pattern 啊，若是你就去算啊，安尼框係50刀啊？對。所以when you plot out 嘅時，pattern 你若是講 symbol，sorry， 我用 definition 啦嚇。你若是講用字嘅，伊就寫出來50。那是 symbol 咧。symbol 咧，你特別家己算。是一下呢，框50刀好嚕啊。了有陣時咧，我第熟嘅咧是，伊是做一個 symbol， 像一個 symbol 一個花呢，好你看。咧是伊邊啊是啊，伊有 hash 正底一個淡薄 note， 伊有甲你講伊講啊 circle number 1 50針。所以你免家己去算嘅，大就拖累啊。對。So usually 是特別你做安尼看咧嗬。咧是你做咧是，我 usually 甲人講，你若是做咧是，你看咧是啊，伊個針啊，差不多 even 了，你就 start 行啊。所以你成學教嘅時，你就俾學教佢哋 foundation 嘅 rosing，所以你是點呢？所以你關係起啊，你把刀你都會。你針計 consistent 咧，變成有你零有你暗咧，可能。對 ，because 你做 foundation 真係是啊，第要緊啊是你都要拖掉你 tension 嘛。當今你練，我解釋互人聽啦。你當今練習啊是練習你 tension， 你唔是練習做別行，你是練習你 tension 嘅。所以你 consistent 咧，把你物件解教，無你情你晒歪樣先，你是你做啥先？你若是講 chain stitch， 你就做袂 consistent 了啊！你別行針啊，你是真正艱苦學了嘅。媽咪，你會記得頭一擺做咩物件啊？我冇聊聊。袂記啊啦，我就是無嗰啲 beginning step by step 學起，所以我 tension 做了袂好事啦。我 just be 想愛快。看做呢下即安怎在意尖了，安尼款做，所以無 basic，
所以做了crochet 我無咪暑假做。你較關是做，你較關是你頂呀，你較是。你做你大媽你紅公啊，你是你做你頂嘅尖做還是？你是你頂來。哦。我crochet我無咪有做，咪是咗。我無 foundation， 我無 very beginning OK 成個Asam Laksa講，所以我做了未 even 啊。你無 even 所以 tension 無好時，還是硬，還是零，可能做了未水嘅。特別你會進步嘅喎。Because 你哎呀，若是講安尼款，若是你是安尼款會情形啊，你還未 start 你時啊，你夾一個個月了呀，安尼練習啊，夾5分鐘啊，你都會到對樣嘅，你會 tension 都會拔到對樣嘅。我做得都未好事啦，咱做真零嘅嗬，我做得到做，安尼巧呀，睇到零啦，一定唔是硬嘅噶，唔知咩事。就是冇俾錢。你特別做較濟你看你就教你 pot 你 basic 嘅尖咯，一抓看，你嘅 tension 有硬咯。未好勢。無你一關是做你頂，特別咱講你去店嘅，你去店嘅，咱福建話們是叫農行家，你們是叫Kau-jiong，一支尖啊，兩支尖嘅。我做crochet是客家我。是愛用物件，我做砍電腦呀，砍電腦砍布愛用紙我做，我做好例子一條銀啊一條。我會記起你隻大條哦，你規 dress 就係做。暑假時是做啦，我冇咩。我會記先，一成杜過紅嘅色，是唔是？對。我可以記過啊，唔知係個有哦，唔知係到幾樣唔知。你教幾晚咯？一種，唔知，特別我教真係久呢。你教只細漢時就教起啊，教大漢咧是伊衫特別啲 extend 伊 length， 冇教長。你教嚟你記得教到久哦？教真係久啦，真係久到這佢兩個月一定個學咩這次事情學個未了個。postpone 啊 ，Christmas 啊，冇。就是我未做，就是安尼講咯。我見我做出來時候，一直講變成條嚟講。特別唔是 ambitious 啊！你要做較細項嘅 project 先。你定當你教成啊，係隻灌水罐嘅，成日有啦，嗰啲是較 simple 啦，嗰啲是較。係你是用 crochet 做，還是用你？我哋 crochet 做 ，crochet 唔好，意思是講，哎呀，真真冇咩好。冇咪做冇咪好事，現在偏唔貴啊！會用就好啦，會用就好。教你圍巾咋？圍巾嚇對。我教真係是圍巾咋？我教特別唔是個嘅暑假學人嘅，我是暑假教人㗎，我唔是阿姨物件㗎，sometimes 是暑假教呢，教了 just 冇用㗎，基本是冇用咪是爽啊！上本啊，我暑假做嘅唔是冇達到暑假食嘅，我暑假做可能食呢。對，你個技術嘅 process 是時候。我做咧人講啊，我呢啲嘅是我嘅孫，媽我愛這一看。哦，那你我好難看。我咧以前嘛，媽我愛這個 policeman，媽我愛這個後面愛這狗咯。你我好難看，我叫我媽叫我較早時叫我可能叫住我媽。我會使去啊，等陣我 try 看。我係媽教呢物件，即係咩？你有冇看到一個先？嗰個quy set 嘅啊？嗱，quy set 我覺得冇見到邊。哇，好了，有水哦！對，真正水。水是冇水啦，我係孫啊。問你係含啲冧嚟，正是迄個咩啊？那 to be， 嗰個啊羅線嘅變過來變過去啦，I love。哦，但係哦，一個中伊衫婆婆，其實我係 Cinderella 嘅。我諗叫阿咪 Cinderella doll。嚇，一刀頭變過來，刀頭變過來。呀，嚇，伊做羅線。馬色咯。伊個銀變過去時，伊嘛這是破破咯，Cinderella。然後個刀變過來是講水嘅成個 princess 啦。
伊人安尼款爱，所以做我点点教就是安尼。假如讲你线，春正济晓，我係講咪是，春啊佢拿香同佢。哦，那我看到 Humpty Dumpty，这个是 Humpty Dumpty。一隻啦喲。แล้วอี裏面特別食咩？食米花。啊，燒你啦，成人做尖頭嘅。啊，做尖頭，啊，佢燒啦，啊，佢做伊愛一個啦，當然冇人愛啦。大漢都冇人愛啊！啊，咩你看 Santa Claus 啊 ，Santa Claus 嘛是叫阿邁克，啊 ，Santa Claus 是阿馬克思，知唔知？一人愛一個。Pinocchio，冇人愛，我啲人嘅 good luck 未好做咧，可能病可能。嚇，我驚晒嘛，講，驚晒。係咯。哇，係吞 Halloween 喎。做嚟變咧。買個本介出面咧，有人喺學女買咩？聽下你去 Toys R Us 買，人哋看到佢真係貴咯。而家賣真係貴喎，而家賣真係貴。哦，你你做咧，你看你做咧人數界 character 應該係咯，你做馬哈雕看，但都就係人哋。啊，你做馬哈雕嘅伊冇看啦，但雕有人買啊，冇人攞嘅。我買一個那隻嘅嘢冇。哈！你做 rosemary 頭冇胖胖嘅，我同你講，你達雕硬啊，達雕有人買啊。幫尖嘅。你知冇？你有一個達雕有。人用做 needlework 嘅有一項物件，戶外物件，你插你會尖咩啊？你做一個那隻咧，可以人尖。哦。我講盲光潮咯，要人做出嚟，有人真係硬，真係一人買咯。特別你想我做嘅 pattern 冇型啊 pattern。來借落卡哇啦，免買啦借啦。卡哇借做啲哦，伊嘛啊，咁是嗱，眼雕唔嚟啊。媽咪啊，喂媽咪啊，這裡英國中嘅媽啊，大家英國中嘅啫，係咁先生，咁先生嚇。啊，你聽到一聲，你就啊，我聽到特別未聽過掉。這裡是好雕，就是阿三lak沙，這是阿韓。Christina 我背曉嘢。一定是過去嘅，一定是過去英國嘅。好雕係one we met in KL 嚟嘅。啊，對。梗係估冇看到伊呢。你好像走去英國嘅。baru 拜六過。哦，baru 剛來。哦，main quarantine 啊。我梗係驚未來，我 NH paperwork 做咩做啊？哦，白布會貴，特別愛白布。白布會貴啊。哦。你嘛冇夠獎啊？阿弟都冇夠獎啊，咁先生。你有做 crochet 還是 knitting 啊？哦。我睇下我半段咧，我做halfway 嘅。對啦，我唔想半段啦。你冇 lazy 時想要做嘅做 one or two rows finish。誒做咧，目睭嘅穿做啊，目睭嘅攝哦。未。目睭拖累啊！我下手啊，目睭會拖累哦。別，免講看。你摘來啲樓頂要嘅。哦。哇，都好啊！嗰日第三個夠獎嘅人啊，然後嚴先生，你較濟是個教crocheting 還是 knitting 較濟？你是個咩嚟 ？crochet 還是 knit？你較濟做攞機嘅一個尖嘅你教嘅？你是 knitting 啊？你平常時教一機嘅攞機？一機呢？嚇，你教一機啊？還是攞嚟冇攞行冇教？ I don't know. I've never done it. Crochet 我做是自己。哦。我 crochet 是自己啦。我冇。It's just that one as you feel like doing it， 我做 one or two rows 就 stop 啦。媽咪定擺我成陣時媽咪 crochet 物件係啲舊衣嘅店面嘅。你車 cushion 嚟下會？喺呢時定學你在後面無，因為歷史是定擺大部人用搖啲頭毛嘅，搖嗰條嘅 cushion 你頭你 rest headrest。條嗰條嘢搖，所以你用係咧，呢個名是阿莫話是 anti-macassar，因為大部嘅呢飄係嚇，是 macassar oil。
哦，伊 anti 卡萨係啦，啲馬卡莎， anti Makassar 哦，I see。แล้วก็想法定到咱教嘅物件，咱買咱 professional，上 professional，咱用嘅人啊，攞一記講教嘅物件，啊，是你定係是 crochet，咱用嘅物件係咩哦？咱看到食個頭，咱講冚車啦，冚電視機啦，我會記。有一個就是做冚，唔是冚，到啲桌頂嘅位，成個你下面攞電啊，你係一個成個。呢就揾到經係驗啦嚇，係啦，你嗰啲咪做定貨。啊呢個就話，你講就到啦。阿寶唔知你啲答寶一直等下聽到你嘅聲。對，我就知邊個，The last time you came out here was about John. 你 last time 你出來是即係幾年咯？咱 not 2019。呢，咱去嘅 club 對，我人去 Selangor club 嗰陣咩？I think 19啊，對19嘅 Chinese New Year 當然真正。哦，我冇對到，我冇看到我係爸爸掉，安尼幾年。冇攤 travel 掉 sorry 我哋講出嚟。แล้ว別人咧，別人講下攏個看到係咩物件教嘅物件，教講個是教係咪安怎用係咪？就好似我講話，我買紅菜啊，是正是唔知伊個最難 grand auntie 也是有咪教嘅。哦，伊是 crochet 啊 ，crochet 應該點解這是紅菜 crochet 嘅字嚇 crochet 啊。because 你 knitting 特別用紙啊，特別用伊線特別較粗嘅，我感覺到 crocheting 你愛粗愛散滿嘅，特別 knitting 散淡薄，特別伊有坑嘅咋，係 negative space 嚇，有坑咧，冇較水咧，冇較快咯。มันจัดครั้งมันได้เจียมจะ伊紅菜伊是做伊 pattern 啦我無曉用看無有個有字嘅啦咱會教字阮哎呦咁可咯咧教咧對人字咧講起發展你就對伊 pattern 嘅伊一做啊伊想做 grid 呢伊拍嘅呢對嚇對，伊第二座是安怎，第三座伊好你看誒，幾針啊咪。等陣冇我做紅公仔個咧，咪是 follow the 一切 first row 做下面 second row 做咩 exactly the same 做相嘅伊度對，所以真用嘅。你對啊，你對係咩？你一做對啊 ，one row 你做。是咯 ，first row second row 做伊幾個路做幾個，是講路特別會知，下面是 knit，下面是 pearl。哦，攞這是 knitting 啊啦，這是有 pearl knit，你是。together simple do together 啦，下面即係破洞嘅針都會曉做，你 just follow 伊做呢，真用伊隻公仔實在真用。等我咪講起你八行物件，OK，咱做紅公仔，咱做啲係米羅丁嘅，然後係你冚車啊，做衫啦，第一是做衫咯。做衫，然後圍巾是成啊 shawl 啊呢，靠你包你身軀。做衫。แล้วก็係咪個？嚟，你不要教。人興教紅菜嘅咧。紅菜點冇人教嘅紅菜，前一股啊嚇啊就股咯。我嘛伊教因嘅是80年咯，伊就按啲學伊。哦，食股了誒，食股啊！紅菜，我感覺真有意思咯，人教學你紅菜真有意思。伊做啊就水。誒，我想要做啊！你講我有 patience 做，你講我做 patience 做。I think 我俾。應該是會啦。你講啊，就幾年啊？我會記你講嚟做啲嚟啊。我會記比較有7年啊，伊嘅 patience 就是講了，嗰時 still 啲講掉個咯，伊嘅 patience。伊就是伊喺啲 state 裏面個。我就想我叫我媽教我鬼你叫，明到時，但我想啊。
冇咩心啦，呢個男仔時我有心想要做，我有心想要學，我就 means 我有想個來哦，這裡唔知有教我一間嚟教做 craft 嚟 David， 誒，安怎個出來？伊可能會啊，哎呦，來一個走去，安怎對呀？是我 admit 伊係是哪？走伊去哦，是咯，แล้วOK，แล้วก็บางมีกันแล้วไม่เข้าใจโอเคไม่เข้าใจจังแล้วขโมยรู้ดีเทลเลยจะแจ้ง information ไม่เข้าใจจังแล้วกับว่า講รู้人在講用教不跨佢教จังมี嘅係咩嘢？嗰係咩個？尤其是馬來西亞成個大媽阿招講嘅呢，灌水罐，佢哋浪，佢哋是只 standard 嘅。吊蛙盞嘛有，哈，吊蛙盞啊，吊蛙盞一吊喺啲 Laksa 係咪啊？吊但我唔明白你吊蛙盞嘅是安怎吊？你是講伊個做伊個一個 loop 呢？好，你蛙盞交吊到啲你每個口呢，看個是攰你底蛙盞起來成個一個浪呢？嚇，浪啊，攰浪。佢哋浪啊，你講我賺啊，上到跌十部位，哦，十部位呢啦。跌我賺 ，OK， แล้ว個咧 handbag 啊韓國 handbag。哦，我係講寫下嚟是做一個 handbag 好啊，會使 fit 我係 Walkman 嘅，我係 this。哦，哇 ，fancy，即係 custom 嘅，custom 嘅。แล้ว你咪是做俾，一咪是做，你做俾有 lining 咯 ，that means 啊，冇咩啊，拍個樓覺得出嚟。冇啊，伊嘅只八，一隻八，哦。較捌咧，我嘛是做蝦米物件嚟？第一陣我係 handphone 我俾嘢勤嗰調哦，我做咗一個 bag 嘅呢，แล้ว咁咪冚掛แล้วก็係入去，แล้ว我係你頂嘅一個尖萬嘅照哦，我自己搞แล้วก็燒入去曬 handbag 啦。伊做誒嗰啲是 simple 嘅啦。แล้ว頂住你講咧，你而家講咩？你做係咩多丁卡係多丁卡包就多丁卡。啊啦，你浪你多丁卡誒，唔是做成一個，你講安尼咯，圓咯，你寫一隻 bag 呢，寫一浪你包一包嘅物件咧，你個落起去你多丁卡嘅。一個框呢咯，你包呢圓，然後冚呢成一個浪，你講我浪你多丁卡咧，所以未考就多卡。哦。唔背啦，你圓嘅。多丁卡係背。啊，對，多丁卡係背對。特別你就是用你靠是醬嘅是冇？嚇，你教。但是你用醬啊，用成個多丁卡係背，你看下你是垃圾咩物件？你按怎寫啊？醬都冇用寫嘛，你寫時就叫起來啦嘛。你唔用醬嚇，你用白。免寫啦，你係。阿咪講免寫啊？免寫，講垃圾乜客氣？影啊，算啦。John，I 會曉寫，你特別寫，like 迄個零嘴啊。你別使用藥水，你個別按照講啊，你別轉。嚇，哦，你別使轉，別使 ring 嘅。啊，你嘅豆啊，字愛豆。特別你多丁卡用淡薄皮用了教人少面呢一個咧。特別我問你教你 knitting 下，你用醬嚇，你會使用會使用乜用醬嘅會使啊？你會使用你that means 你買迄個線是你買醬嘅本會使啦。會啦，做咩啊？安怎會？用罐啊8行款。即邊嘅醬真貴啊，個嘅醬較便宜啊。所以你會使買啥 cotton 嘅哦？會使哦。你會買安怎嘅醬嘅？哦 ，cotton 都未使啦。啷個 YouTube live 對緊得啦嚇 ？YouTube live still 有 like feed OK 嚇？係是 OK 啊。我係看到成個 Google OK 啦，但 YouTube 呢 YouTube live 成無紅起嘅。
我就算咯。哦，OK 啊，你看到 OK，never mind。你等你看到阿涵啊哈希，你看到阿涵哈希。OK。我看到怎麼是你阿十拉塞點頭，阿俊哈希啊，未看看到阿涵 OK，never mind。看到呢 ，never mind。OK，because 我這邊一拍砰，我唔使講好笑。Then 所以你會使用knitting 嘅 method 嘅辦法攞去尖嘅。了夾嚟做夾嚟夾俾伊嘅線啦，免俾 not necessarily 特別用 wool 嘅，是唔是？你使用別項 material，伊就 cotton 啊，是 blend 啊，是你 synthetic 嘅物件本會使。但是你用係你 cotton 嘅，你咪是使夾嚟 sale。佢真係線 cotton 嘅嘛，真係線。是在做咧衫，老實講啊，大馬來西亞做冇辦法啊，一條衫佢拿8塊的。可能買一線嚟的，冇辦法，有時講雙做嘛，自家做了自己成就感啦，然後個自家做啊，你講是冇辦法，佢拿8塊，我做一條衫，阿姨也做得正咯，300塊、300塊，都買得好線嗬，空格。但我會問你啊，你去到落去買線，係咪？我再講一件但我你唔知咩 super 啊，邊 super 乜乜咯？成利咯，是地股成利啊。講應該有啊嚇。應該佢有，應該成利。伊大下佢大本來我學做即個紅公鴨，我就是招俾我嘅咋。哦，要加 glass。伊你改買啦，你改買線啦，改買羊啦，แล้ว你去俾伊教咯。哦，你斜啦，你看斜就比方是你看斜，你袂變成做咧無時間咯。伊當今間咧真濟有教路誒，你改買線。แล้ว要俾湖人教路 glass， 哦，嗱，你看啫，你等我問阿三laksa，等你講先勝利，等有未？先勝利是到底，你講Penang Road是唔是到底 super 係邊啲咩？先勝利是Penang Road咧。Penang Road 一啲Penang Road咧，你 super 後尾係幾唔是叫先勝利叫咩？都會取名嘅。即係叫 super 後尾係幾個媽咪？Penang Road 同Penang Road 冚了就冇了。The owner also super 等到舊嘅 super 嚟叫 super， 佢就攞快攞未記咩咩啊？你啦 ED 嘅對面啊，係 Rangoon Road， Eaton 嘅對面對 ，ED 嘅對面嘅。阿 John，頭晚你可能看紅帽教嘅。哦，哈，紅啊，你會使，嗱，哎呀，我咪看，得咯，嗱，哇！哇！阿 John 你嘛教嘅了，哇 ，That's very good。看，教了crochet knitting 嘅，這是 knitting 哦，啊 knitting， 你了填起來寫字畫，你講寫入去。professional 咯 ，very professional。哇！未有係去出頭嘅了。係你阿 John 啊，我今日一攞經是食，我今日一攞經是8嘅時候。係咪攞經啲點呀？你Penang Road 你叫做先勝利啦，你 Rangoon Road 你叫做先順利嗰咋？一個是順，一個是成嗰咋？啦，有可能是兄弟啊嚟咗。啊，一個是順利咯。哦，先順利是 Rangoon Road 嘅，係啦，先勝利是啲Penang Road 嘅。我感覺是上一屆考嘅咯。啲唔知係咩是先勝利話叫平時。一個是順，一個是利咯，順利嚇順利咯。是啊。我咁頂嘅，我嘛。要兄弟啊，一個一個下個啊。我嗰陣時一個順，一個成啊。順利勝利。我咁啲你講係咪得住你情報嘅？你換嘢咯，換嘢情報嘅。我有到邊啊？即係揾啊，冚啲抌啲啊？冚啲抌啲啦咩？冇啦。唔是啦，哦，你擘大誒？即係擘大嚇。哦，這是，I think 這是成個叫回去啊嚇。fireman 啊 ，policeman 啊，喂，孫地教嘅，阿媽我愛住你，阿媽我愛佢你。有 order 啦，有 order。有一個真出名嘅，我搞到我就當佢阿妹。啊，哪隻 policeman？哎呀，去 America 啦，一條件啦，一個背包嘅啊，啲背包入面啦，一個
教只一物件係啲背包裡面啊。哦，因為馬上物件，所以就成個裡面有些尺啊、pencil，那可能係到啲背包。背包可以用啲夾只，佢成一個背包都可以用。我出邊啊，冇人嗌當叫你打包就賣咗啦，呢物件。แล้วชุดเมย์เบอร์ที่ชุดลายบีกอบชุดลายสีอีกองอีเก่งหักกูว่าเก่าอีอยากแค่มันก็ต้องกิน你話 ballerina 之類係 ballerina 嚇 ballerina 是最高類最高嘅哦話別派門啊別派門啊點會嘛別梅咯你別 from scratch 咧做估做這點聲咯別調一嚟我搞是怪快個我 interest 嘛教冇咗自己嚟啦，冇咗自己是幾隻？先你個快都看到。OK 咧做乜打咧？啊，即係做叫浪車。叫浪車是這樣嘛？叫浪車人死呢嘛？所以你幾隻個隻？我話一禮拜呢啦，你成個先咧，即係多先咧，即係嗱，即係冚啲冚啲嗱，你講冚啲冚啲是就估。咁點樣型啊？哦，一pattern型，所以冇咩字。I think 你看考係是啦，即係Cinderella啦。嚇！你 Cinderella 你安怎會做攞線？我冇咩明白喎。因為都覺得我嘅一砍掉啊。哦，一卡是到啲一棍南邊，一頭是到啲一棍南邊。一邊過去，你做時你都要做攞行啊，你接起來啊，填起來。做哪隻啊？個誒別人做啊 ？Really professional 啊！你做哪線？然後伊棍嘅你個接到啲棍嘅殼嘅，所以你寫伊嘅頭接皮伊嘅卡住坑嘅，然後變過來時你做啲卡住坑嘅，Q 起來變做一頭嘅，你對唔對？冇啦，冇啦，呢度變Q 變乜嘢？做內隻咧，以前邊佢來就邊佢錢咧。你咪是點樣另外隻咩特別寫住一棍入面，依個係頭皮。呢種咧借食啊，安啲都貴邦經本未燒啊。對，就是我講啦，成個大媽住講咧，伊線係講真係字線對。啊，十啦啥？你愛住你愛住你 color。都愛隻 color， 都做佢俾佢哋 color 咯，對哦。都佢俾佢哋 color， 一定 sometimes 都用淡薄呢。係啊。我笑啲。啊，就係咧，都話條咩，我都愛 color。都話攞唔是攞。你話做少女線，你線到底讀有啥咩？冇啊，我係俾佢哋上嚟燒到嗰啲注意啊。線咪是上裝較濟。誒，特別伊毋是，特別講袂貴粒，咩？伊有當時是買咧一撮安尼，一支淡薄爾誒。啊，線我等一條爾。哦，你無上啊，你是做 cross stitch 咧 ？cross stitch 較有呢？我就你講嘅是 cross stitch 是唔是？伊面嗰度都大粒嘅嘛。裝 at least 係幾款嘅嘛？人買隻做隻袋隻做隻硬公仔，我買你只不是裝嚟隻飯器呢？依種。會種阿 John 呢，即係阿仔嘅暑假啊啲物件咯，貓就暑假啊嘛。我有一個聽眾嗬，做學話等人嘅，你講阿仔咧，哎呦，貓就暑假佚佗即係物件啊嘛。佚佗唔是嘅嚟情嗰隻咩？伊唔是嘅嚟情，伊是規粒嘅嚟練嘅。啊，嘅嚟練，啊，你 Q 一線，貓就暑假哦。哦，下種啊。特別即唔是教種，即是伊是背嚟。伊是背了，啊，咪是用背做嘅刀嚟啊！哎呦，你出邊？哈，即個叫有一陣事件就咁咧用背做嘅，of course 是新啲背啦。有一陣事件。嗱，即是阿仔咯。然後你就話阿仔就出去嘛，阿仔一隻是家己一卡出去，一背一翹咧，一卡出嚟呢邊嘅，所以佢一卡出去一個 button 嘅嘛。誒，我看到有冇 YouTube 看到嚇。這是阿仔咯，這是阿仔啦。不過點解我另外一隻惡白啊？惡白，這是 girly girl，最起碼就 girly girl，這是阿仔，這是 girly girl，哪隻？一教好啊，到底好啊咦？超標。OK， 等陣我俾講到底嗱我就人同你聽啊，心成日會愛做呢，我。
冇。我嘅我有5秒啦，就冇5秒，5秒我就要做5秒。我冇用喎。係咪阿漢你講咩？我同你講，我有一隻啦，我係你我啲 Facebook 我幫一張相去就我有一隻安尼特別安尼嘛，安尼一隻嘅，特別咧我有隻隻咋，我係叫我隻隻嘅，特別因為伊用嘅布是較有可能是龜記咧、菇咧啊，即係白色嘅所在變會一笪嘢就，伊布本身嘅 material 就是安尼款嘅，然後我就看到因為垃圾嘢啦，像呢烏所在無問題就，伊是白嘅所在變烏點換點嘅，一隻看了真係真舊嘅物件嘅啦，所以我幫小人機器咯，係咯講最使做一條衫可以穿，所以我摘掉啲白色嘅所在咯，係咯，我比如講我搞一隻樣號咯，你同我看你白底嗰時你教我做幾啲嚇，我你頂做一條衫可以，特別because corona 嘅時 covid 嘅時候，冇拄到面，冇見到可以個咯。係人教人去。因為一直看我時候，你講，哎呀，這裡只影呀啦，我自己哋最好試咯。特別鳥佢就。對，一直講話，我夾垃圾咪只個雜產呀，夾起可以，喺度一做啦。路相型嘅啦，一是相型嘅。上 size 啦，啊，對，我就是愛叫嘅一隻咯，我講我夾起好，你做好啊。哦，會曉做嘅人教嘅。咁就比較結 design 就冇。你冇係啦，非常。我畢業我係過河啊，都看伊。係佢嗱打我老師嗱佢，佢夾起好 professional 死個。哎呀，好啊看，這是 knitting 啊，這是 knit 還是 crochet 唔知，較管就冇。crochet。哦，誒，特別你俾 hand 到啲裏邊嘅，所以特別透明嘅。喺呢邊頭整。你有一個。透明嘅。transparent 嘢啊，你就會看到你 background 啊。我 remove 我 background 佢。即係出邊哦，你夾我又係夾我 camera 啊，出邊。啱講咗。哦，呢個情嘅咧，你畢業噃。是咯。出邊咯。啱講咗畢業嘅呀。一隻 symbol 嚟就。啱講，誒，你啱講只是讀冊嗎？讀書啊，我換別字點喎？讀書覺得 out 時間嚟做 education 嘅呀。教時真係有智慧嘅。哦，真 smart。真教嘅教。了，我係啱有一隻 out 嘛，就是做我係個做一隻好做嘢小弟咯。哦，個人背。To be，佢哋是 crochet 啦，我 crochet 冇會做。anh看阿公啊本，就是講哦 B， แล้ว無人愛做啊，真無人。特別都唔話即係Kau-jiong加 embroidery，咁樣講福建話。embroidery 哦，燒啦，燒花嗬，即係攞嚟我係學燒花性。哦，燒花是你到底？背位了，你填就啲嘢背。但係燒花冇乜用嘅喎，燒花是擺水嘅唔是？誒，你做衫咧？嘢錢我未曉用。大嫂，我本是想我被貴。你俾錢嚟做咩？你俾錢嚟做咩？我是呢度乜嘅？Q 一波咯 ，embroidery 咯。冇，或者我每日肯俾嚟做咩？哦啊，俾嚟見你是用見咩布？雕花。伊人係講即係尖頭狼，我人做是 embroidery 是，我人笑，即係是笑尖頭狼咯咋。係講尖頭狼家己填啊，都冇俾變嘅，所以我人咪是印俾你畫印啲咧尖頭狼會，你一問你都熟。係咪畫咗印？誒，伊實白燈啊，都見咧藍嘅裝上啦人嘅。哦 ，trace 咧 carbon paper 呢？啊 carbon 啊，都係啲嘢都印。哦，都 trace，OK。啊，你一定都有，都特別 Q 喺眼一填咗計書。啊，對 Q 啊。喂嘛，what the frame is？ 喂嘛，講嘅你告訴我，你十八成咁樣嘛是哪點台有啲，現在一百空年出事啦，咁呢？你叫係按咧，都填一個水嘛對哦。嚇！填了按咧刷。แล้วลูกเดียวกับกี่แห่食啦，喂，幾講你話尋食嘅，依係個尋落行食生食嘅呢？依唔是㗎啦，車，依個車個凳車，淡薄依個就係淡薄 shadow 呢。你個線啊，因為一隻夠做人隻水嘅，一出來依個成個胖胖嘅呢，依曉淡薄個胖胖嘅。
伊线就碰。你动用你食物件哟，无啊？虾米啊？伊晓咧碰碰，伊是你用你线来做伊碰啊，是你就没有食物件。冇免射啦，冇需要。你家己我都碰嘅，咪嗰只碰嘅嘛，我都碰嘅，線就碰嘅嘛。一個中國灣其實看，伊做糯面嘅，個水多一個位啊，唔知。伊糯面伊少咧是白水啦，做圓圓啊，企喺度頂可能看。伊這邊個白行，嗰邊個白。好了。一對薄呢啦，一對薄特別後尾呢個看到做落冰。哇解哦。雙面燒而家。哦，係咪雙面燒？伊點解床去看我發生無買我朋友個買哎呦。總是我看種歌狀戲了，伊看是本地啊，伊教啊，呢度咩呢？嗌就出名咯。呢條就班咪是有，我知你行得潮潮呢，我細漢就是，等陣我騎緊回廊間看到我手，等陣我蘭花數，等我下掉，我做人看，呢，一 Q， 超特別呢 Q。對，你有時候，你誒，當時有提供這樣嘅，就係講你對呢，你 Q 嘅時候，你特別 Q 係按這下呢，你 Q 按這呢，你等嘅咩？你算，無論係啦，佢用轉去加嘢，轉呢，等陣拍架啫，呢，噔啊，你架佢哋製作啊你，製作㗎啦你兒坤，製作啦。你係做些。喂，點啊？我哋古仔正暑假做你消化咯 ，because 古仔查某啊是冇做工嘅嘛，冇外面做工，所以出嚟是俾做下可能 hobby 嘛。แล้ว伊真正笨蛋我伊冇做，伊 because 伊驚講伊會佔到咗伊拍。伊出來有一個 rule 嚟啫。你若是該白白坐看 TV 啊，坐啲 sofa 嘅位啊，你會迄個數啊，袂使，你會線袂使過，唔知是幾寸我袂記啊。你驚呢？實大媽看到我是驚死咯，超嚟拖啦會。是咯，安尼等啦，你話。是問我係尖咯，係尖嘛？安怎是？安怎攞我不要做較長？伊講袂，你海只講袂使。吐了笑。因為是伊做工啦，伊真正，伊心真正真正無好嚇，了壓窒，了我出來，我人出來，伊大波個啦，真正無事，有影真正無事。伊講你阿你邊啊？若是你愛甲我做開物件，你好心袂使過啊！你唔知鬼做乜？驚吐得嘛，笑好笑。誒，就咱夾尖，咱袂使安尼講厝，咱係尖嘅頭就特別熱，到啲咱人嘅即個家裡仔有邊。哦，你拖啊是伊尖嘅位，特別家裡特別熱掉伊尖頭嘅。咱係手袂使，阮尖安尼夾去嘛吐。來吐，嘿，特別我知你線特別安尼 Q 啫，你袂使夾安尼尖。OK，我就要找一個尖。OK，然後找到即 Apple Pencil 是話尖啊，你話是袂使夾安尼拖咧，就嘛吐到啦嘛照咯。你話吐到前面去，你拖啊是你特別。伊會尖嘅頭就指條你會仔面對面了。安尼，你拖啊是安尼下，你是講真嚟冚掉伊尖嘅。伊袂吐到人嘛，特別我拖我係尖嘅時，我是 actually 我拖啊是我是安尼拖。啊對。安尼我拖嘅是因為我唔是安尼拖啊。我拖係時話 Q 人啊，可能伊是向我，伊背跳頭正，唔是伊尖跳頭正嘅。我只夠天線。特別你正着人嘛，你去做。真啊！伊妹咪是尖門。對，背本尖門啊，每人吐掉，每人前面。因為我特晚我媽被講嘅，我抄條照班嘅，我就找機會我媽起來可能講說可能學妹我媽就係，我細漢嘅時候，我是唔是只夠抄條照班嘅？哎呦，佢都看條主板，你在細漢嘅時候，嗰度暗啊，我哋大隻紙人共聲，什麼七月咁樣，人家做條主板嘅嘛對。
哎呦啊，原來人家行個伊去到倒路啊，你看到就辦還是無啊？啊，那會記哦，你會記，我係講我愛看到就班，我係爸，條花車浪浪車去鋪底，佢就是看到路攤做到就班看。看到啦，伊時啦，伊無走了，咱咪去食物件，冇買了，就自己看話啦。แล้วที่เป็นโอ้อีที่เป็นคิ้วติดปีที่เป็นมันติดปีแล้วตัวไอ้เชงอีจี้เอโกนโปขวายมันติดปี條主辦哎呦我講聽過另外一隻物件我隻 creative 啊我跟你講我無我到處是我咪是無咧條主辦嘅衫咯你在我有一條啦，我不知好難看，我就小英，你記，你你是媽咪啊？嗱，你媽媽跳舞嘅衫係咪你叫？得啦，最紅，我有小英個嚇，然後伊唱位啊，你在唱位就辦唱位等啊嘛，在歇者，我就是講，我同你講，我細漢時後面，你用困課，你用你自己困課，你浪到你唱位後，你會做咧等，你個歇者。困考乜咧？我聽到真正少就辦嘅啊！有咯，有影少啊！你花車一時期去找，看到路做就辦，你無大日子來看考找嘅，啊來7月半、7月時，哇！一時期本有啦。我用時對我阿公有帶我去，點解阿公有帶我去？你講自家看啦，對。個我講是就難嘛？以後聽，特別我唔要聽。無 Google 無 calendar 都在啲道路有蝦米叫去辦啊？嚇，無咪就係浪死我叫我爸。我是隨波，當今就較型咯。當今就較型咯。啊。當今你愛看 YouTube 係咪 recording 有就定到背，做乜事係事？估到細漢時乜都有 YouTube。是咯，係咪丟啊寶？依家隻樹我哋個係冇人曬，冇人曬，冇人曬梗應看啦。我少包緊佢。係俾我去夠鐘好咋，夠鐘好就去買冇人曬啦，可以 surprise 啊！哇！你嚟看可以歡喜，哇！隻樹就有個頭尾，一個頭尾到啲我見頭尾到啲你房間一啲嚇，一個嘢伊我記伊啊是迄個。樣嘢，你真係講緊冰食嘅抓呢？可能啊，係你薄薄嘅啊，薄成個，當時咱食青時，伊個青貼嘅個口嚟抓就，迄種成個只 fuchsia 嘅冰嗰隻 fuchsia 嘅冰，一條 tissue，成日當佢人 give back 嘅 tissue，冇比較嘅，然後伊眼漢包掉伊壓咯，哇！隻細頭，我講你係細頭啊！我係浪住佢咋，伊目睭會黏啊！你 QQ 伊目睭會黏啊，講好料呀！伊魚啊，佢叮當啊，好料。下估緊係夠鐘好邊咧咪？誒，你特別訂嘅嗬，特別訂做嘅嗬。冇，白會冇，哎呀，當今大陸乜路攤俾，下估看看。誒，只水咋？我只小冇人曬頭嘅。冇人曬頭，係那隻不知啊，不知阿伯呢啊，不知我車位抹起來嗬，你浪特人梅位抹，我成日時間做，哎呀，叫你抹嚟咧，我諗做 open mic，這是咪咕嘅告訴，咪咕嘅告訴 ，open mic，你講咩？我驚你處處嘅路啊！我抱掉伊，我講那是暗入面拔多時嘛，咪帶條路，講買我帶路，咱係驚乜路？傻笑，我唔帶路。我個或者對來說講，我細漢時個驚這樣物件。唔是神堂啊！我神堂，我就係講神堂。神堂乜嘢？我驚咧駱駝車，咧壓落咧 steamroller 啊，壓落。咧要等勁窮咧落去平，啊個買厝時買看新厝，但係自己看厝看人做嘅安怎？啊未夠咧，就駱駝車，喂對啊！你做咩驚啊？我驚嘅話，我驚嘅話，我驚對話。
你真係一眼呢，你看到我成日是你到底兩邊你眼一邊嘅時候，嚇，我有想過咯，成家你 Tom and Jerry 嚇咯，係臉大大，臉大大啊！OK，就話第一或者是咱把隻咪咕嘅故事，時間請我埋起嚟講，台灣冇得 clubhouse 嘅。我哋每一個咪咕嘅故事，只係你調班啊，阿啲啊，一地暑假做下咪 character，你調班，一調班這樣借。查某係啦，唔講。你做你查某係咯，似嚟查某嘅應該是帝女花，我覺得係藝術家做。做你查某嘅機器。我暑假做一個頭拿這咧，我啲叮叮當當叮叮當當嘅物件哦，我做暑假誒。唱會等等呢，然後哇一頭啊，擦尖嘰呢嚇，我是個。查某就是個做 drama 嘛。emphasize 啦，因為我暑假看廣東戲啊東西嘛，人家宮心計啊甄嬛啊，你因為依然穿嘅衫水嘛，然後大漢你你看會知哦，迄個歹查某，哇！我暑假迄個歹阿 John 啊，阿 John。我學到一個 motivation 啊，我學到一個 incentive 啊。嗱是如果做咧紅包苗苗啊，我一個我把你個 order 掉啲 Amazon 咧，我係使送一支給你。係咩嚟？這是咩嚟？插頭毛誒。頭毛嘅咯嚇，我送過嘅事啊嚇，我把你個 order 我係使送你一支。誒特別我係記人，即係 before 我老時我特別做啊，我係記人，哎呦所以我係記人係咧叫做咩啊？人那邊咪是有一個調班嘅，誒成個有啦，有起來真係冇鬼嘛，有一個 episode 是伊嘅嘛。對，調班呢個係鳥槍我都聽過。出來人個做咧茶咖喱嘛，對。伊出來。用東京菇做掉個啫，用東京菇做掉個。是啊。所以對，用東京菇是一開有開一間，當然有開一間咖啡個咋。because 冇法度嘛 ，because COVID 嘅時候所以冇法度嘛，所以就係 operate 啊，一定要想辦法攞俾團隊嘛，所以又開一間誒咖啡店嘅是調酒班嘅店嘅。而且你使成個河女一行去蒸嘅嘛，我記。對，我個就係看 EDC 有點聲，我把刀有機會嚇，我有機會對誒，咱記起來嚇，加人按照整。一想啊，個人花咗，我可以見，一真係 pro 誒。我對嘅時候，直到我補習我那時睇對邊嘅時候，我就俾佢整啊。我被整啊，我被整水，我被整嗰啲雜波，哇！一頭一袋我被稱，特別我衫唔得稱嘅咯，一衫應該樣衫嗰粒是快嘛，樣衫是快嘛，唔會嗰粒稱嘅。我試樣邊，你一試我被爆，我被爆啊！然後我被佢變成嗰啲攝影。哎呀！要做個卷啊，等我咗。咁大頭。要做個卷啊，佢個咁大係你有一個係你搬款，係你第關一位行出來去看佢哋變樣嘅，看佢哋做乜嘢。要企喺啲邊翕個攝影下。我愛。OK。有一道伊去做紫薇咗咋？伊去倫敦咗咋 ？because 伊唔係去做紫薇，以為是伊知道喺倫敦嘅，所以伊去倫敦啊，紫薇聯絡伊啊，有人鬼頭會生夾去啊，一整啊喺倫敦嘅 Main Street 有人企喺度攝影㗎。哇！真係水嘅攝影㗎啦。特別唔是以前就假嘅 ，because 是教咗啦嘛，一隻假嘅。我會依教我做，然後我依個係教我做 post 嘛，所以你講伊整我整，兩人就係翕攝影，哇！冇問題。OK，咁樣第四段嘢是我嗱，呢隻叫做 Main Street。阿妹就是人20年，人20年。20年其實誒，那種20年嘅無辜呢，就是20年啊嘛。佢20年我就等你估個對我激死麼？很多時候。當時自控講過，因為就俾自控接過啊，嗰時20年。是咯，自控。20年就攰啊咯。OK，嚟講到對人嘅Kau-jiong。Kau-jiong。嚇，冇話講你捏丁嘅糯機嘅尖嘅，按怎教啊？即係你什麼你是 crochet 呢？還是你 knit 本？我本來什麼knit 嘛？我做糯行。哦。我本來我見識得到佢哋都點 knit 啊。你 knit 是你話咩物件？我唔明，我都 try 解釋下。幾時要做 knitting，幾時要做 crochet？伊 depend on 伊你要做物件，還是伊 two method but create same thing 啊？不，
要slight difference 啦，我感覺。就你那是愛做物件做這筆啊，แล้ว你愛 like 你愛一筆，特別如果愛一布啊，แล้ว你做一定。對。哦。Yeah. Oh, I thought it's the other way around. No, crochet 就都扛個水啊。對 ，crochet 哦，你愛八 ，OK。你愛那是你愛八，特別你愛一布啦，像你像 OK， 像咱查某啊，像有個人啊，伊成個你穿嚟種上舊了啊，你成看到只肥嘛，特別你愛胖的嚇，你特別你愛八嚇，แล้ว你就做呢啲。Oh, I see. So 你個未看到扛入去你八位，特別一個未包機，一個未成講胖呢。對，แล้ว那是講你愛做 fancy，แล้ว你愛做 lace，你愛可以 draping 水嚇，แล้ว你就做 crochet。哦。安尼看啦。原來，特別你，其實你是哪行會做即係 scarf 啊，即係圍巾，你哪行會做？我做三行 actually，我一行咧是伊是你想要做 spool 咧嚇？嚇，無伊是想一個knitting安尼長。特別要想要一條線啊，要想做 cable 呢？無，伊個尖是長上加一個knitting安尼長，但伊後尾有一個高，伊咧是叫 Tunisian crochet，伊是 between， 伊是mix 啊 hybrid 呢？對，伊尖波誒。伊會是哪支尖？一支尖呀。哦，一支尖。特別你教嘅時候，你嘅 stitches 教了啊，啲你尖裏面。哦，上個 knitting，OK， 一擺幾擺呢？伊是幾擺，即係你一擺是你扣尖，然後一擺是你落尖。哦，然後咧是你是做較無相嘅個，迄個是你若是你愛做一個 project 真大嘅啊，像甲你愛做物件 ，OK， 像有類物件你愛 OK， 像甲你頂薄係咪啊？呀，你愛做物件像有色，特別你愛換數啊，換嚟種係咪啊？迄個有嚟做出來啊，會較水 ，because 你做迄個伊會較邊 ，because crochet 是伊較有形嘛，像甲有 3D effect。哦，胖嘅那時候 ，OK。Tunisian crochet 是你會使做這樣隻 color，然後特別伊做出來是伊是邊邊。伊成個 knitting 嘅 effect 特別。OK。誒，我有一種我記嗬，是。我唔知迄個叫做咩啊，我係記阿玲姐姐，你成樣成做迄個叫咩renda lace 啊？哦，renda，你喺嗰邊做滴滴啊？係咪想一個轉呢？伊成個尖像一尖嘅呢，伊成個 olive 呢形，然後伊線你特別高到啲裏面呢，伊特別拖出伊嘅啲尖鹽條，你是叫咩啊？哦，迄個是 tatting。哦 ，tatting， yeah。Just spell。I think 是 tatting，tatting。tatting， 我去吹下。我係嗰冇做㗎咋，我是愛做，人做。嗱，我除掉啊，時。tatting，呀。就個代理做代理，對代理。就我人是講 crochet 嗰物件先，佢就我媽是一白空人看你人嘅啊，伊人係做內面衫，穿迄個 kebaya 咁樣用 tatting 甲用 crochet 咯。到時我心底想啦，我媽無讀冊無半行啊，本家己曉做甲安尼水安尼大版，穿甲 kebaya 咪，我讀冊嘅人啊，就是應該會曉，所以我去學嚟學呀，你做 tatting 嘅算是。真正深呢。哦。我有做緊啊，我冇做，下股做tatting啦，做咧，你就下股人用 draw 㗎，然後上個我，上個若是講我做一個安尼款啊，我是用 tatting 嘅線啦，特別我用兩個 color 啦，一個是一個白啊，一個是藍，然後我係兩三個，我家己做我家己嘅線就對啦。แล้วว่า做出來是外線是安尼款咯。哦，blend 你來食。而家所時間食嘛，我買去買嚟貴，我嘛家己做我家己線。哦，搞。那個連拉咯，這裡咪是連拉。所以我是愛伊個 color 上加。所以你搞攞寬嘅線，特別登咗一條線嚟搞。對。哦。我 confuse 我做事。呀，我愛個肥，แล้ว有嚟是我用4條線。
有咧我用2条数，有咧我用3条数，所以我會做伊個점波嘅 color，咁了出來唔同。哦，我講聽，我被破壞埋空頭姐啫，我嘛，領導嘅時候，我係工課咧，就是Hello 阿薩哥 Yuki， 阿薩哥 Yuki 是迄個咩啊？大粒零泡條，咩叫咩？我唔記得零，唔知咩零啦。你到底 YouTube 嘅，係咪零嘅？你叫零爸爸，就咩唔記得零。咁冇可能嘅。有嘢。你講話阿薩哥 Yuki， 你講叫做咩零嘅咩？แล้ว你冇外碼定到是我係工課是教外碼偷線，伊就是要做成迄線拍格，我都是教外碼偷線。有時剪就你裏面咧嗬，咧伊線拍格了嚇，伊就變偷了我們嘅偷咯，偷伊線。誒冇，我啲世界上面，我係碼教唔嘅教唔掉，是教伊無歡喜啊偷。我真係講話嘛教物件，但我唔會話嘛，你愛偷唔會啊？哦，來看對，你是只爽咧。no，當冇變態哦。迄個8小彈小嘅調啲教一個 level 咧，係話 Q 個了我就只 boy 啊，係你種嘅感覺啊，是成個你但係你pop 你燒你 pop 你 backing 嘅。你咁樣 backing 嘅 bubble wrap 嚇 bubble wrap 然後你劈就是成個你偷線 feeling 咯，你偷แล้ว我叫我馬坤，我冇時間你坤，我偷我只背แล้ว我馬坤起來，我時間偷線。我老聽講 bubble wrap 嘅時候，阿姊佢只人間訂 bubble wrap 嘅，冇咩有分訂，有自己去Lazada買 order， 買是真便宜呢，唔知嘛。有一隻是Lazada人寄來，安尼大桶呢。伊人講都無 order 咩大，安尼物件咧大成大桶呢，就哦。伊貴嘅 ribbon 呢啊？買入去咧嚟訂啊，嗱，當個一大盆落啲厝嘛。伊講我都唔知呢便宜嘅，伊講唔知。哦。伊講你這一隻便宜就是什麼淡薄嘅啦，係啊，我都係買隻幾大款。伊是可能成個人做 packing 啊 shipping 係咩事 pack 嘅。物件伊買嚟訂。Actually 阿 John 啊，那是你是有 personality 啊，suka 做安尼款物件，劈安款啊，你會 suka 做。Kau-jiong 哦 ，because 你 Kau-jiong 你做關係久了啊，一個 medical term 是叫 steaming。哦 ，steam 啊，成個。Yeah, steaming. That means that in a way 一 relax 你頭殼。STIM 咩 ？STIM，像個 popping bubble wrap 啦，fidget spinner 啦，都就係當劍見啦，興 fidget spinner。steaming。你若是你 suka 做 steaming 嘅人啊，你都會做安尼款 ，because 像古早。repetitive action 是唔是？呀，像古早真濟人啊，像伊人特別去 church 嘛，然後你去 church 嘅時，你特別講點嘅 ，right？behave 係咪？呀，所以真濟人啊，嗰時像你去讀冊，當今嘅人啊，有真濟 special ed classes，古早係無，你每真濟人 ，especially 打波，又Kau-jiong，可能物件，伊人安怎學，是 because 伊人濟嘅點。哦，你別點咧，是伊媽甲伊爹，人都愛想辦法做好伊會點 ，because 你去學堂，你做別點，你學別點點啊，所以伊都要教你安怎，即辦法，好你做對，伊做好你一個物件，好你興趣，嚇，แล้ว你都會教，你一個教了，你都會 focus，你會 focus 了啊，你都會 steaming，你一 steaming 了，你 relax 你頭殼，了你物件，了。哦，你成日講你做另外隻 action 嚟 calm you down， 誒，等陣 Hokkien 話你這邊點 Hokkien 話隻 expression 叫做咩？攞有，或者咁講就成。咩事點咯？講住。即係個超 B 嘅咧，超 B expression。別點咯，又這邊點。這邊點嘅人嚇，有陣時係咪物件？成個啲白起白落，你點睇？走去。ADHD 啊！
搞掉啦，哈搞掉不啦真喂嘛，講搞掉不啦真，掉不啦真。我冇聽過啊，搞掉不啦真。跟那不啦真。啊，攏咪啊，英國講嘅媽咪哋曉聽啦。嚇，搞掉。後尾講搞掉不啦真，搞掉不啦真，搞是 monkey。後尾搞掉不啦真。笑，那邊是在啊？搞掉不啦真。你看真濟人啊，迄個做迄個舊裝打包迄個 design 啦，真濟啊，真舊做迄個物件，你每人是安怎 start 啦？即是 pick up 到這邊。伊人真 creative，安尼看你人真 creative，特別伊人啊是濟袂掂啦。แล้วแต่พี่อีหลังเจสแปะบอกกะอีหลังอ่ะ because คือจ้าอีหลังอ่ะบอกยกเจ้ามาลุยเกี้ยสิอันนี้คนน่ะลุยตัวไปกะลุยเกี้ยมา so อีเจเหี่ยวแล้วอีเจสุกะแล้วอีจั่วเดียวแล้วอ่ะอีตัวโจ because โจอันนี้คนมีเกี้ยลุยเท่ากับว่า start โจอันนั้นว่าติดโจพ้นสิ because ว่ากำกับอีปังโจไว้เท่ากับ我咪讓感覺到即個成個教長啊，教 knitting crochet 咁樣，我感覺到講。有正 taboo for 打波叫咪成個較濟人講，哎呀，這是查某嘅做手工嘅，打波唔做。我邊英國有真係濟人教養嘅，打波啦，變咗轉出者。就冇啦，我冇感覺，我冇感覺講，這是成個講哦，查某做嘅工佢我咪做。你會見你 Olympics 時，你看到伊嘅 swimming 冇嘢。阿冇係 diver。係咪 daily 咩啊 ？Tom daily 嚇。是，隔了你就係嚟 boxer，嚟 boxing 啊。伊人隔了是教長 ，because 啊教長啊，安尼看你物件，我成個人哋講就是伊 relax 去頭殼 ，and then 你會 focus 哦 ，because 啊，像你做嚟 boxlet，係咪隔了是你 mental 嚟。哦。所以你特別 focus 你安怎了你 chill， 安尼隔了是你 chill 甲你身軀甲你頭殼啊，特別。白啊 ，in sync 嘛，that's why 真濟啊，伊人是無講咩，真濟，咁了咩 professional 誒，你講咩 individual sport 嘅人啊，tennis player，安尼講啊，真濟，咁了是做安尼講咪特別是無夠你講啦，伊人是一個 therapy 嚟。哦。你該點啊？伊咪？要，係我人愛 start 了未？咱 clubhouse 人啊 ，clubhouse 人咁了特別夠獎啊！嗱，有啦，講個5點鐘哦，下定節啦。嗱，媽咪你講咩？你了，你無數格，你嘛 Q 出來。哈，你學我 Q，亂教啊，話 Q。你做啊，你 Q 人。Actually，他們 online already，俾一 set 了。哇，成功啊！啦，你看到小寶一頭去買啊，你買幾 kit starter kit 啊？我買 starter kit 咯，伊唔就幾支啊，幾粒嘛呢？冇幾呢啦。crochet。我曉 crochet。我都曉。我曉 crochet，但我冇先正，我特都做到一半了，唔係做了，你話 Q 個嚟要？哦，你做係嘛 Q？你做個愛做啦，你唔係我唔係 Q 啊，一單我特別成功做一啲物件出來。阿爸你看成功嗰時，你做好事啊，你咪困下咩？你直做，哇！直熱手啦。啊！我見我當啲個人 meeting 嘅時，我本啲會使嘛？maybe help you focus 個。我覺得做緊只，哎呦，真係 problem 啊！แล้ว啲 office 啊，真亂啊！你想袂到，你未 resolve 啊！我對嚟我做 crochet 啦 ，suddenly 啊，你心諗，哎呦，安尼硬嘅物件啊，做你想袂到。哦，你成個你 mental block 時做啊，你 relax 你 mind 啊，時變做你 clear 起你就你清。啦，一件安尼款啦，一件安尼款啦，แล้ว你真係做 big corporation 做緊啊，真係物件嘅，แล้ว袂啱嘛。แล้ว同時啊。你愛甲人講物件，你 bad news， 你個袂講一個講甲了，你愛，慢呢？慢講啊 ，buy in 嘅嘛，你愛叫你 team buy in 啊。แล้ว我 usually weekend 嘅時候，我就是特做咧時啊，แล้ว我就想會通啊。哦。because 啊，你人即係 human nature 嘛，人係心很 emotional， 甲了就拍夾嘛。แล้ว你做 crochet 嘅時候，你 relax 你 mind。你 relax 你 mind 啊，你慢慢啊 subconsciously 你嗰啲想到你 problem，
แล้วลูกตัวบันบันไอ้เสียงลูกตัวไอ้เสียงชุดแล้ว哇，原來你頂不有 side effect，個 positive side effects。有上個ลูกน่ะสิจ้าเจรังจะ有 mental 唔是 mental 上個伊人被 deal with life challenges อันคนเนี่ยstress stress ฮะ stress relaxation 伊人教ลูกอันคนเนี่ย想嘅物件 painting 啦 journaling 啦寫落 diary 啦咁了是想看嘅物件嚟是ลูก特別吹一個物件ลูกสุก嘅 I think 媽咪啊，你做你做嘅啊，你 diamond painting 啊，佢哋冇想啦，嗬。我當你做掉咯。diamond painting 我慢慢是個做，你睇 diamond painting 係一個 painting 啊，就要點好你黏嘅。呀，我唔敢 start， 我驚我 start 了，我做啊，掉，確定我變第一個房間變 diamond painting。做嚟做啊，做嚟。maybe 我俾叫即係即係Asam Laksa 做，可能即係變成Hokkien嘅 logo 嘅。你會使，你 OK 阿 John， 嗱是講你知啦，我 computer 物件我是做嘅，你嗱是會做我會 plot 好咯，做一個 grid 出來我會，你嗱是會做一個 grid，我都會做一個膠。Because 我是對了迄個 grid。OK， 我會 ，because 我會使下一個 grid，แล้ว我係當佢 design 起啊，嗬 ，within the grid 我會就講到這是他們 get 裏面有多隻，actually 當佢嘛 website 有你 upload 小影起啊，一就綁你 grid 好咯，嚇，我做咯，你做啊，我了我對了，你講我講你愛蝦米 size 嚇，了你愛 bud 還是蝦米嚇？喲，即係變咗學人國語，我掉到啲後背。國語。哎呦 ，to be， I think 咱做咧字啦，咱做你在邊度學叫一個 heart shape 嘅嘛，咱做一個呢，一個 heart shape， 哇 ，to be 本在哦。我是感覺啦，我做 stress 啊，我做這，有一年嘅時啊，我真正 stress 啊 ，because 我真正 stress 咗，我做13個Afghan。喲。weekends 呢，我做工嘛，แล้ว迄一年我是第 stress 啦，我做13個 Afghan， and 我 Afghan 係真大條嘅，because 係學阿冇人夾會多嘛。แล้วรู้做แล้วรู้學人去啦，嗰隻รู้冇少。我 usually 我物件㗎啦，是 usually 是送人嘅，是未用嘅，我自己用嘅。แล้วรู้感覺調查做一定好用 practical 物件係咩？我是暑假做衫，because 衫我感覺較 challenging。若是講嚟 practical 嘅物件，我咪做安尼款物件咯。即個物件我是第一步暑假做啦，即係朋友直直叫我做 ，because 伊人講即係 practical， 伊人愛，然後我咪做開人嘅咯。即係特別我是第一步，我感覺是第一步大做。特別好，伊即你做起來個無像，你個都要加做淡薄 texture， 所以伊會 scrub 掉伊是唔是？呀，然後 usually 我問伊人咯，然後我看伊會正，我去我朋友厝我問伊你愛用啥物？然後伊人講是愛check 到頂啊啥物嚇，然後我咪是做嗰個。伊 color 會啱嘛？แล้ว若是講伊人愛 Afghan， 還是愛 blanket， 我看伊 carpet 伊會厝會色咁樣。แล้ว我問伊，你是愛 accent color， 還是你愛 blend in？ แล้ว我家己，แล้ว我做過伊人，若是無暑假嚇，我偷來咯。แล้ว我個每日เอาไว้一行啊，嗱點哇點整3-9分啊，แล้ว你做嘅時候，你特別你講你係 basic 嘅係一 line 咯，แล้ว你 second line 我知你點那個接呢第二 OK 嚟個 demonstration 啫。OK 你做你 foundation 咯嗬，然後你當佢會使 start 你正啦，若是講double crochet 啦，若是你愛做 single crochet 我做 double crochet 係講你做哪做啫？double crochet 是攞嚟坑，你教攞我做隻 single crochet 較硬啦嚇，你頭晚啦嘛是看到做人做 chain 咯。即係叫 chain 啦，你若是攞 single crochet 啊，你就是你剪啲落坑頭先 ，OK， 你剪啲落坑頭先，然後你教頭晚人教你 chain 啊，你看下。你講剪啲落坑，係啦，諗過嚟休啦，剪你教，然後頭腦啊，小愛入邊嘅咯。呀，呢是叫 yarn over 啦，yarn 若是你讀到 pattern， 你講 yarn over 就是講落響教者啦。
แล้วลูกเกาแล้วลูกกูใจยัน over กูจิตแล้วลูกเกากูนอนเลยข้างไอ้ขวาเดียวว่าโจอะไรนอนนอนเลยข้างแล้วก็เป็นตัวจะได้รูปตัวตุ้ย最多是 single crochet Oh my god ไว้เท้ากับปิดเหี้ย对真正英语look YouTube look Google YouTube แล้วลูก slow down it play speed 有陣時我看到啥人嘅啥迄個 Arabic 我比較讀 Arabic 我看咧 Arabic 嘅人會曉做嘅 pattern 我 suka 我是看 YouTube 呀แล้ว我 slow down it thing แล้ว伊人我看伊人安怎教แล้ว我讀個你做個一刀嘛你 camera 實較嘅啦冇得說你免嘅嚟管OK yeah look yarn over 啦嚇look my yarn over look 讀嚟看好先讀嚟看啊得隻坑，你坑是按照除嘅，特晚頭一做坑，凊彩，因為隻坑喎，你睇。你 pattern 我教你講，伊教你講 next chain 咪是 next 坑。แล้ว是講你要跳一個，你只係一坑here啦。講愛跳，伊就教你講 skip one chain。OK， แล้วOK，你特別迄個坑是一坑嚟啦 ，every chain 就一坑嚟啦，你免去除看係咪坑。那是伊講，那是伊無講啊，就是 next 啊 ，automatically 是 next jam。OK。แล้ว你做你 jam 嘅時，แล้ว你推 jam แล้ว過去了。你推了，伊教你講 yarn over，你嘛 yarn over 就是安尼款啦嚇 ，yarn over。แล้ว伊教你講，伊教你講 pull through 伊坑嘅嘛嚇，แล้ว你嘛 pull through。แล้ว你係 pull through แล้ว嗰度教。教起來咯，แล้วลูกตองกีมา嗱特別นะ crochet knitting 是 knit couple เนี่ยละ K กับ P เนี่ยละแต่是講你是做 crochet 啊你有 UK term ก็有 US term ก็冇相UK 冇 single crochet UK 是 start at double crochet 所以那是你看咧 pattern 啊你特別看伊 pattern 是 UK pattern ก็是 US pattern 那是伊講是 UK terms， 所以你就是你那是講伊無講啊，你看那是伊無 single crochet 啊，就是 usually 是 UK 啊。所以這是 double crochet，這是 single crochet。這 single double 咧嚇。double UK 是yarn over 先。yarn over 先。yarn over 那個圖坑。แล้วมาสิแล้ว嚟เลยแล้วลูกก็จะ yarn over กวยเลยข้าง出來。OK แล้วตรงกิมลูก3เลยอ่ะลุยจำ有แล้วลูกยัน over กวยนอเลย叫佢哋定個攰แล้วลูกจะยัน over ก็จะกวยนอเลยลูกจะสิ double crochet แล้วมาสิ triple crochet ลูก做3刀แต่所以真正เองเรา3打3วันแล้วมาสิ講อีกลูก講是 triple crochet ลูกมาสินอเต้าลูกยัน over แล้วลูกก็จะตุเลยข้างจิตเต้าแล้วลูกตุที่ไรอ่ะสิลูกต้องกิน4เลยอ่ะฮะ4เลยอ่ะเหรอลูกจุดจิตเต้านอจามลูกตัดเต้าปังนอเลยเกี่ยวอะไรปังนอเลยนอเลยจิตเต้แล้วอีสิ小ขี้ข้า關係แล้ว that's why ลูก ABC chain stitch เองto be understand ลูกtriple 係咪特行是對一個針 triple means 3嚟關3嚟針伊 height 嚟要伊是類 height 咯 so that's why 是這樣แล้วลูก貴แล้ว那是ลูก做แล้ว啊ลูก the next row 係是啊ลูก頂邊啊看唔到啦ลูก頂邊啊就是當見ลูก想ลูก foundation row 你看咯ลูก坑ลูก針啲頂邊啊就是ลูก當見ตู้喺你坑落去咯ตู้喺你坑落去咯ตู้喺你坑落去安尼看咯所以伊個針是，但是你要做無像 shape， 你就對伊個針。แล้ว有陣時啊，แล้ว那是你頭殼八格嘅時啊，要甲你做無相嘅時啊，แล้ว有陣時甲你講，แล้ว你特別貴先 ，instead of 你起嚟坑嘅位啊，你無起嚟坑，有陣時你是起嚟 double crochet 啊邊，แล้ว你搞起來，แล้ว sometimes 我做下你人看快啊嚇。แล้วอุทันซีอ่ะลูกตองกิมลูกควาอุจเล็กคังอ่ะดูสิโอเคลูกควาอุจเล็กคังเหรอแล้วตองกิมแล้วลูกโจโบเสียงไงสิอ่ะอีกตัวตุ้ยเหรอจะคังลูกโจเลสอ่ะปุ่นสิจัวแต่บิลูกโจ出來อ่ะสิอ่ะอีจิเลียไอ้สิอีตัวสิสังกัดจะเลสอ่ะในข้อนี้我
我開哦，我特別慢慢嚟，慢慢學，慢慢是冇學。行開，冇行開。做迄個 YouTube 播你成播我係播成，是你使做迄個 T 成我都頂啊，我即個日本啊普及㗎啦落係㗎啦，即我即日本啊即是日本啊播，一時好多係我係帶奧啊，係咪物件？像帶歌啊，什麼是下掉，你使做很日本。哇！你看你水咯，你看這個像 star 呢？這裡是像個 snowflake 哈。嗱，哇！這裡是我，了這裡啊，我做這是 sweater 啦，係哦，了我裏邊啊是我穿下面色嘅 camisole，呢對出來 T-shirt 啊，係個了無相咯。哦。這裡是啊，我屬個安尼款嘅啦，啊，這就是 crochet 咯 ，lace 安尼款。哦，你按怎寫下？你按怎 take care of 你？哦，我買你影色 ，because 我是講本地人，我係啲你買你 lingerie bag 啊，你係啲 lingerie bag，แล้ว你寫時你夾出來，แล้ว你啊款寫伊，多啦寫伊，แล้ว係啲你 flat 你個 dryer 面頂啊，對 dryer，thank you very much，dryer 面頂啊呢，一隻都打破了。哦，所以 flat surface 可以拍嘅，哦，所以 air dry 啦。你人講啦，你人係潮啊 ，because 啊，你買你若是去店買100% cotton 啊，真正貴。你在這裡下面有這隻幫嘢呢？你在迄個人啊，像你去 Costco 啊，你食你 rose 啊，一夾迄個物件，哦，迄個數啊，哈，我去迄個，我買迄個 commercial size 嘅，你寬咧大寬嘅啊，真 string 啊呀，我幫嘢呢。你寫出來啊是啊，香嘅。那個 food safe 啊，你個使嘅爆裂。係個 organic 咧 ，because 你是個 organic 啊，呀，啲 organic 冇 chemical 嘅。哦。做健康嘅人啊，我冇屬個 chemical 嘛。嚇。所以真濟人講啊，你物件你知啊，你愛買物件才幫伊。所以啊，人問我你做啊，一條是幾百塊、幾十塊啊，我做一個啊 ，on average 啊 less than 10塊。哦哇！誒咧，伊未查定定咩？係一錯。because 啊，你是食嘅物件啊，你特別你完全第一嘛。所以你就是我就是啲 Costco 買雞，你知我無煮嘅嘛。我啲 Costco 買是我看你數，我講哇，這個數甲我買迄個店啊，差不多像。呀，了你知是完全，我做嘅時啊，我煮雞湯，了我食迄個數去煮 ，because 我無看到。แล้ว煮出來是像個我係這個物件咗，所以我嘛是。你特別去 boil 啊？嚇，我去 research 啊。我 research 出來啊，哇，原來啊，只係煮物件類 rose 啊，類 butcher 人是叫 butcher twine。butcher thread。對。你 butcher twine 啊，你特別無 chemical 物件 ，because 係完全，哇，我真正歡喜。แล้ว我去找大陸買，我去 Amazon， 我去找你 commercial 嚟，我買嚟 on average，咁了人我就。真濟人問我，哇！這個足貴類，我是歹勢，特別有朋友我甲你講啊，less than 10塊錢。你講講哇，這300塊來表你，我表你200啊。係啦，學到 discount。安尼女一個。誒，但我用嘅 butcher twine 佢個口成日是錯呢喎。就是伊講伊煮了嘅是。所以你特別 process 啊，你特別 boil 啊。主要啊。你來嘅時啊，伊是較粗淡薄 because 伊愛白嘅時較袂，嚇，伊較袂 slip 出嘛，嚇，袂 slip。對，了你做了先，我也袂清先，我就洗後先咯。哦，I see。伊外口有可能，伊有可能外口成日 wax，伊有只安尼辣上面有可能。I think 伊係注意啊，是唔知咩 ，because 伊袂使係 chemical 嘅。because it's food safe, it's food grade. 伊是較錯啦。I think 伊個 string 嘅 structure 都可以做咧，比較 relax。對。嘿，哇！我買 butcher 先，我去買 sausage 個。แล้ว你若是白 sausage 啊，伊有甲你講8 pounds、12 pounds，because 你 sausage 係我夾嘅嘛。แล้ว成個這裡是 sausage 8 pounds，แล้ว就講啊。呀，有濟人啊，我是興趣方面 ，because 古早我做嘅工啊，咁了啊是，我係劇噶啦，是做生意嘛，所以我知伊安怎 marketing 物件，安怎賣物件嘅嘛。So that's why 啊，真濟物件，人講真貴啊，真我老實講啊，是我朋友啊，我甲伊講嘛，哎呀，你免驚，你人講，哎呀，佢歹勢啊，你幾百塊名，我冇，這是10塊爾。
特別你講咧，係啦，更咧嚇。呀，แล้ว成家有你咪成家我是半多咧嘛，我成個是半多啦。แล้ว我看咧 pattern 咧，我自己轉啦噃。That's why 我半多係咩數？半多係咩數？哦，半多是成家碌個背啊，แล้ว碌個嘅。squat 啦 squat 要背嘅。半多嚇對。誒，你 camera 就實起來啊！你是講你冇驚你停下你是人話你是講誒無條件我未掉鎖匙佢邊？你別線嘅啦，呢時候你白鎖匙。誒，我假如你做隻 design 係白刀係，等陣你 camera 實起來成，你做你做係，你 design 你衫 crochet 出來，是個一條鎖匙掉咗，一條鎖匙掉到辛苦。你啲人是鎖匙搖來搖去。Because and 特別啦，正一人會啦，安怎你三個啦是安怎嚟食 ？Because 我規日買安怎嚟做？哦，對，個啦是 natural 無看。特別咩啊？我是想愛學 dyeing 嚇，你係你 beets 啊，你 beet roots 啊。會使 dye organic 嘅 dye 嚇，做淡薄偏嘅色嘅呢，嗬。แล้ว turmeric 嚇，會使 turmeric 誒，你淋花咧，你半個地冷，唔是半個地冷。攞菜。誒，online 我睇到咧，online 我俾到啲 Thailand 嚟。dry 係嚇，是 dye。哦。誒，使喎呢？誒，其實嗬，特別我唔知安怎 lock in 嘅，係咪啊？誒。Ilang treat with vinegar 啊，啥物？哦，有啦，有，你去出 online organic dyeing 啊，是 dyeing 有嘅。所以安尼款物件，但係我感覺啦，像咱這邊嘅人啊，我感覺真creative 嘅人，像你南西暑假煮菜煮飯嘅可能啊，然後像個有咧，像我是無暑假做咧煮菜，because 我規日著掛款物件，然後像啲大波我感覺你人啊，嗰啦是咧 IT 嘅人啊，應該安款物件真正 creative 嘅。OK 啦 ，convert 㗎啦，變咗學嘅，不單啦，變咗學嘅 gathering 時間啦，教尖，教啦 crochet。我講你係做 係你 coster 嘅，幫拗嘅你。嚇，幫拗嚇。你我係 try 你先。coster，我特別。我袂記 because 我頂禮拜吧，如果有 ladies get together， 迄個 get together， 所以伊人叫我教啊，即個就是春掉嘅咯。我就是夾我教你上水啊，伊人講唔係上水啊，伊人唔敢用，叫我教你唔水。伊人講，我特教我想講，哎呀，你水啊，你係啲地拗啊，你水啊，你劇你學啊，嚇，學咩？學嚟了做成個花，你看你下你盤你碗是嘛是真水咯。我上水我驚講跌掉了是心痛，講我講唔係做你無水咧，人格用較但所以我特買醬嘅是伊食嗬，我近日買凍食了，就咪說。你別垃圾。我教我買過一道迄個千藍嘅真水嘅食，教買來後一變做 grey color。แล้วคุยเตะกันหุ่นกะขี้อ่ะบ่興趣啊我未你是你話家裡過到垃圾食劍我都知有陣時你教啊你哋係啲疾病你個就教你超垃圾你有陣時冇講一打你流過啦下面啦冇水你垃圾有一隻個位哇你係這樣我 usually for 成日到頂啊 usually 是菜嘛所以你用換食啊，咱等了咱自家食咖喱嘅嘛，咁你做咖喱你用換食了啊，你食氣食咯。啊，南西那是你做嘅時啊，了你用換食了，你滴咖喱係咪咁了看袂着咯？了你係啲你到頂菜時啊，看了個氣食。哦，誒，你 online 買啊，等於上下隻事。冇啊，我換車去嚟 factory 買，我去 factory 買啊。你知啦，我是規只是你 bargain shopper，bargain hunter。哦，你去啊，你 mill 時候係勁。我係你看假房機呢。你聽到大上褲嘅，所以你知道一件。係你 mill 時候勁。Oh my god！裝叫啊？一部咩啊？你了人家嚟 garbage bag。係咩嘅？最叫啊？係咩？嚇，係咩數？OK。我 stop 啦。拜拜，auntie。
OK， 拜拜。拜拜 ，Good night，拜拜 Good night。 factory base 啊，伊隔了人互你一个 garbage bag，安尼款啦，你买咧是啊，隔了人出来啥一个 Santa Claus 安尼款咯。哇正哦！他们 meal 呀，你去嘅，有是我去呀 ，Listowel 诶，迄个 factory， 即个啊，我就是要做迄个豆腐安尼款诶物件啦。若是你去咧店买时，我买头仔互你看咧一捆啊，2-3箍啦。即个啊，我你个 I think 唔知是8撥还是9撥呢？便宜啦，我坐位鳥去有一擺 organic 嘅細細間嘅店，到我到到啊，貴啊，包少一捆啊吧10箍20箍。喲，特別伊愛做好我囝啦，伊愛 organic 嘅，所以但伊食滿水啦，加更加即個啊，online 你若是 Google 咧，一粒咧是 US 8箍啦，because 即個啊。是內邊是 cotton， 外邊是 wool， แล้ว你穿咧是你袂流汗了，較熱啦。我買是嗬，一粒75鐳呢。哇！我扮演咧姐。呀，特別你去 factory 嘅時，伊是你有陣時無通揀食咧，我去嘅時間出2項食嘅啦。然後我把你甲做出來。水啊嘛。我水哦！我水哦啫！安尼款啦，了 spring 嘅時我是穿，了 winter 嘅時我是想一個 vest， 內邊我穿一個 turtle neck， 甲是穿一個 long sleeve 安尼款。即個啊 ，I think 是我用3粒 ，so no less 參 tax 3箍呢。即係你做落菇，落菇啊，你一條，一條呢，你做落菇嚇。是usually 我物件個了是3日5日一禮拜做了咯。喲！即個咧係是3日呢。Asam Laksa 都穿嘅隻水碗。即個只 special order， 我朋友個了 order 嗌一條。伊 colour 水哦，參。即係你家己參咩啊？家己參。即個數咧是我啲 Turkey， 我是 online，because 我只係做 research 嘛，我 job 是 research， 所以我一頭啲 Turkey 嘅 factory 買轉來。一粒迄個物件 clearance 5撥呢 ，US 5撥呢。哇，便宜。了伊人suka了是特別你愛買 Turkey 嘅時啊，你愛買就買較濟 ，because 會 shipping 貴嘛。แล้ว我做這條啊，US 唔知是3箍還是5箍呢？人看到是我正 usually 我出去嘅時啊，然後出去是要裝個水淡薄嘛，正濟人直直問我，哎喲，你衫是倒落買？我是講我家己做嘅咯。哇！所以正濟我感覺啦。Because number one 啊，人特別會記物件，你知？人老咧是人安怎？人暑假做物件，人特別會記像迄個英國中，你是 doctor， 你知講真濟人老咧是個無死嘅，係了人。老咧個無死。我係物件，你這老人驚嘅事啊，但是講人無來個，你講話是。แล้วรู้ตัวเบกกินมีแกงไอจู Clubhouse รู้อาเบยองเนี่ย係咪第一次嚟講？好健康啊！伊拍電話好健康啊，吹你阿閒嘅朋友啊，你是伊冇咧，成日時拍電話去健康會甲阿閒講話，complain 做咩 credit card 未用，是唔是？是啊，阿閒，我教你 shuffle 你 phone call， 咁แล้ว去學你 assistant。我冇。你幾時我幾時解講？我解講 I'm in a meeting。咱特別介紹人先老嘅時候，咁咱 join 咱 the clubhouse 啊。你看特別叫阿Asam Laksa join clubhouse 啊，阿Asam Laksa。我是感覺當今是呢 Christmas 個冇咩應，特別我 January 我定條 join，because 我把你個掃好呢。So OK 啦，實時打啦，是咱個喂 OK， 感謝各位聽眾，這裡咧快感謝咱嘅特別嘉賓Asam Laksa。
甲我媽昂寶娘娘，可能講教種物件，然後就是好希望咧，即伊會做互人家己想愛做咯，看看不啲事，看看即個小寶會去做小寶，不啲 clubhouse 都每塊來嘅時做了未，然後個就想 inspire 了要去做啊，阿漢。我嘛就係 keep 俾錢，我做 embroidery 特別別。我知道買是買大買肥嘅，甲用 manage。呀，肥嘅較用 manage。你免教咧寫到係。but 我大概是要教一個 blanket 嘛，所以我要 try 肥嘅安裝。哇！使啦嗱，把隻安慰我講我無你甲教伊個頭呢。冇，把隻阿三laksa 來時，阿三laksa 來時 clubhouse 時啊，你咪使每個 question 咯，掉。啊，無你 email 我冇嚟使 ，because 我特大隻本多出，我冇出去。所以我係咁講咯，即係阿三laksa 是 perfect clubhouse 嘅 candidate 嚟，伊那是有 clubhouse 啊，伊特大隻就是 on 嘅，伊等話是拆掉 charge 掉。我是 ADHD 嘅人啊，我是高中，然後我特別看 YouTube， 我特別 visual 手甲耳啊三項，啊無我坐袂掂。所以你 try clubhouse 啊，報嘅你 clubhouse 就是你就是 hook 嘅 clubhouse。攏講對唔對？講話呢嘛，伊講話了，伊你頂伊咪會咯。我大節本開房嘅，大節本開咋？講講我大節本開嘅。我有陣時唔是講話，我能放我 episode 啦，放歌啦，講假佬啦，反正。頂日阿蕉，我 still 未看到佢哋 view 過，講看人嘅 club 咧是看人一禮拜開咗，但我 still 未看到過。20個，伊講20個到30個一禮拜，放。哇！謝咯嗬。謝哦。我哋是 Jackie Chong 嘛？係 Jackie Chong，係 Jackie Chong 係掉。But I think after that 應該是諗住咧本有。然後講就是有攞刀，有陣時有一刀，反正。佢這是放 replay 啦。我放 replay 啦，你放 music 啦。嚇，不是想啊。講話啦。你成日做隻嘛？誒，你做隻到底係邊？那邊不是想。我人無講話咯，我人直接白白聽，我咧聽到幾個數嘅時，我人個咧at least 有人白白個人聽。哦，接來是幾個數啊？我人有現了到啲 clubhouse happen 係幾個數？特別好。Oh my god！ we gonna talk about that one。對，誒，差別都來哦，差別。位仔，你先入翻住單嘅你啊 ！recent 我講定住隻凳嘅，講4點鐘9點鐘嘅，諗住聽到貴嘅。我諗講 grocery shopping。Google Zoom 唔是 ？Google Zoom。咁配 icon 咧，Google Zoom。係咪貴嚟 ？OK，琴啊。Sorry。琴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咁配 icon 咧冇，咁配 icon 係播一回，當然嘅接落去講句名。明佢咧，其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兩個就真係真係勁嘅，講冇上話題，哇！9點鐘夠咗，咁講9點鐘起啊，兩個夠話使個等，感謝啊，拜拜。哦，餅沙餅，等陣。我特晚係咪？佢全部講到話，我特晚看了佢哋唱歌比賽嘅，咱個朋友是也冠軍咧。贏了，第一。大隻股啊，咪講等下等撳配宣布。我未講嘛，佢咪啲看了啦，我只係勤課講嘅，我要聽伊講嘅物件，我要聽唱歌所以。我未嚇到過，話人哋變咗學嘅呢，叫做歌星，即係朋友彈冠軍啊！哇！你冠軍咪別使嚟啊咯。別個都 do it 了啫哦。唔要緊，咱可以咁我去彈。咱咁咪可以彈。你攞部時候掉伊亞冠軍咧，你一知你亞冠軍咧。哇！你梗係看未起人就攞佢未上到。不過因為好看。伊好了個大項。嚇！伊好看，所以翻我冇自己安尼好。等陣我未了過，其實我頭晚我第一唱嗰時我冚到一聲，其實我個唱個一刀。嚟啦，報告就咱嘅歌星彈冠軍耶！支持，拜拜，拜拜。英國用，哼，要解。有人講我唱嘅話第二本。是啊。
安尼款是喏，你安款是你是 combination 喏嚟啦。好啦，個就係接幫。我唔捌看過你啲喎，所以我唔知你啲看相係咪？特別我看到你，我係看到你相你嘛版本。because 我捌看你嘛。OK，當今我要做咩啊？我 save 咗隻 episode，我同咪殺幾個 episode。被砍掉 YouTube。哦，對 YouTube 就被砍掉。啊，就被砍。誒，嚟啊！咱幾 episode 嘅朋友，我鳥，我姑鳥龜。我龜鳥，我鳥龜，我個我鳥，我龜鳥，我鳥啦，我鳥，龜鳥，唔是龜鳥啊？我鳥。我鳥鳥冇，我鳥啦。誒，我未記講過啊！頂住 YouTube 未記講啊！這邊頂住禮拜兩冇看第一episode，這邊訂 subscribe 要緊啊！訂看訂聽嘅時候，我見到落嘅是同條路線 episode 是同條路，啲 baby T-shirt 個穿佢嚟掉，bye。